哎呀，各位聽眾，我在可能都嚟收聽別人學嘅節目，我感覺你攏是感覺，哎喲，安怎知道你這禮拜錄音 start 是早起5點嘅呢？咁即特別嘉賓咧，這禮拜咧我會參與就是咁唔時間啊，到啲外國人，當然到啲 Zoom 未看到是外國人啊，特別講話到啲 Clubhouse 嘅人咧，個有百里人過 ，OK，嚟咱嚟看看最長到啲正介紹我特別嘉賓啫，特別嘉賓咧就是阿龍姐，龍姐，而且我哋今日點睇到龍江話先啊？所以這禮拜我特別嘉賓是哦貴鏡，歡迎 Hello，大家好。個有的確 boy 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阿岑老師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Clubhouse 下邊哎呦，是他們未記開 Clubhouse，但係我即係小 impromptu 啊，未記開我 Club 的。Clubhouse 下邊嘅朋友是裝呢拖的。Clubhouse 下邊嘅朋友就是有阿龍咯，歡迎阿龍對嚟。OK。好啦，阿龍阿媽不開過。冇看到過，แล้วก็冇มอแป歡迎，แล้วก็hello 冇มอแป Hello， แล้วก็ใบเชงVicky คุณแล้วแล้ว啦，ใบเชง做禮拜了啦，ใบเชงก็你半減啲，大家好，ก็比賽講，大家好，我18歲呢。個甘草。歡迎OK，嚟講到啲，即係咁樣時落了啊！啲發確，我聽人講佢俗呢喎，講起人到啲讀冊時做物件，我哋物件想起實，但係人講就是講你擦下款嘅物件嗬，我就想到哇，梗係 classic 了，我只前物件上到會同人講好笑咯。所以當然嚟講，人講路人讀冊時做物件，特別安怎？哦，佢驚冇聲。Sorry，我 mute。我係細講隻，什麼事我人講就是答。做咩事講起啊？你講只教講嘅，你嗱講嘅拖，講就一條嘅拖。你嗱講是冇上數啊 ，OK？ 你嗱講是完全冇上嘅數。你安怎講到這個？我想住 ，OK， 我講嘅只，我講嘅關係嘅。language 物件 ，yes。我學當今咪學當安怎？不，我講 language 物件，然後講得只啦，只 history 啊，講咗一個中國嘅language history，然後佢講嘅because education 啊，我聽到講 education，有咧為讓家己國家唔要講家己國家嘅話，成我講我去 India 時，有人唔要講 Hindi 嘅。哦。แล้ว我講到 actually Malaysia 唔要講。แล้ว講唔要講馬來嚇，哦。แล้ว佢講 from 下邊。講 from 下邊講到 education system 啊。แล้ว大家講到讀冊，แล้ว個趣味物件咧，是講讀冊，到底等讀冊時，咱會做咩物件？但我講到咱嘅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就係講你班到底冇讀冊時會做物件，成個到底 class 時，成個講你拜六佢就對起啊，我係叫報考 ，Oh my God， 報考得杜蘭呢報考。包括就是講你放假放上節，對去拜六都去讀嘅個線嘅啊。對。馬路個有啊，你可能system 有啊。係OK，嚟講趣味啦，咱爽歡喜做物件，是係咪讀冊時？你只 enjoy 嘅。放學。要放學地爽啊！放假，然後放假，後尾一禮拜，7禮拜嗬，你是放，我是放7禮拜時，12個7禮拜時，地爽嘅，放假整1禮拜，連先生都冇咩價錢，先生都冇先價錢啊，我是，有爽咩 ？Because 家姐先生 before every single holiday 是掉學路講好做嘅嘛。要一次做嘢，杜啦，哎呦，我哋見阿莫愛人有嚇。
阿冇啦。Oh my god！這位是人誒，我冇，哦，買清寶，買清寶，別使講寶。哇！I mean like 你先古早我記嘅是先先嗬，係你做一下是咪貴嗬，咪做แล้ว幫一邊，然後搞搞還是老尾佢嗱熱嘅時啊 ，last minute 過來做，哇！對我們是啊，地保一次禮我拜只半段。係啦，我就是要看看嚟款，你是後尾個做啦，我是渣渣做係了誒，我渣渣做係了，了我買去想嘢，但係人講咩 plan，我甲差別分享，我講我 plan 我係 trip 20，OK 拍廣告啫啦，20年 anniversary， 那個20年 anniversary 時候，往未來嚇是11月11號、12號、13號，然後我就是渣都未拍算，所以我嗰陣時講我會做廣告嗬。我不只放假喺禮拜五、拜六禮拜，喺這個禮拜裏面啊，我做係厲害個了去，แล้ว出年6禮拜免去笑啊！依家迄個 purpose 啊，伊要學人做功課嘅，迄個 purpose 唔知是有無會拄槍啊！你要成個買袂記，所以就放假是冇做淡薄，我是無我就做了，我買。應該是特登啲做淡薄。該報當 Steam 該報當 Steam 呀，你知就自攞備啦，我講等人等啲嘢跌上嚟啦，但係這時講你冇要考咧，你就是未談咧，你未談。係你你放假等咧，係你嗬，if 你講做係你好，你 next year 你放假佢個 next year 嘛，你個做係咪好乜個冇上？係你真係我冇看，你教住佢你顯教住嘅。佢樣，家姐冇看，顯嘅。 ，Oh my god！我係記小凱嗰度寫小凱，我小寫梅艷芳嘅你歌特禮拜，小開中看特禮拜就寫嘅咩？以前你看嚟寫都幫一禮拜嚇，一禮拜寫5遍，你咪是做咗 times 7 times 5咯。都會做得濟哦，所以我是寫你當每 lyric 先寫都唔知，伊是看你 feel 進去呢，伊是做好lu 特定嘅物件。有，伊是講特別抄，係咪抄我頭幾遍咪是抄呢？我先生有去看咩？我一頭寫啦，我寫啦，我一頭唱歌啦，我感覺有你先生阿家會看淡薄咯。伊係顯來看，伊看你做無做呢？我人會 check 伊再講你多一個啊，應該是蝦米字，所以你係字那是無相，你再講你無抄，你相車啊。古靈精啊，起來講古靈精是你是屬咩係 bot 到先生 engineer 啊？來講就看看，伊這邊到底讀出來是做物件工課，只搞鬼物件，伊唔使講係下佢買啊嘛，古靈精係講。你特晚唔是每講人暑假讀冊做合成是第暑假上面，我講放假放學，別人冇講。我 OK，別人講說我唔知古靈精係老的，古靈精係是你別老，古我頭都成講。伊來啊！來到啲 clubhouse。Hello，聽到。聽到。但我聽到別使講叫啊。哈，我是講你到底學等嘅事，伊講你最告訴唔知係 bot 到底 exhaust pipe 先生 exhaust pipe 俾講。我放假去 Russia。我講係咪物件要緊別使講呀？別使講是第一教人講。所以伊名是別使講。如果細隻件物件，唔使講。伊真正教哦，你買係真物件，唔會攞出來。嗰一個故事，別使講別記講嗰一個。你係 tennis ball 你先生 exhaust 啊 baseball 乒乓波啦，是哦。乒乓波啊？是哦，乒乓波啊。講下。我有一個環那 teacher，我就見伊就但係唔係話啊嘛。啊了，我人。啊！咧，伊車是停掉，我人嘅班嘅邊啊嘛，看到伊車啊，所以我就去咩sports room 內邊去偷嘢隻乒乓啊，我指住伊 exhaust pipe 內邊。啊了，伊早對時，我就大邊看，夾朋友佢看掉，伊開 exhaust pipe 時，乒乓波佢咧直接噴出嚟成個咧，我鬼聲嚟你講，成個我鬼聲。是哦，你講嘢啦。你我咪講，我咪每日打媽媽每隻回答啦。伊部發覺蝦米數啊？I think 伊部乒乓伊別知，甲無。
伊在到尾掠到在是路哦，掠到路哦，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在我票佢想袂使講可能伊人袂收嘅嘛，未使講是講嘅了啦。你看到我人個了笑，就接來往扮名講是最搞人記哇。誒，等陣冇，你有經驗有冇未咯？你乒乓嘅波是黃色嘅還是白色嘅？乒乓白色嘅。OK。Kenui. 嗰個而家成日你朋友嘅女哦。啊，朋友嘅女對，所以哦。有 video 嚟啊。啊，是乜嘢有 video 嘅？佢真乜嘢有 video 嘅，我你鬧啊！誒，兩個 OK，但我是每節啦，我每節你講，你講到啲讀冊嘅時啊，第一 enjoy 去學等讀冊嘅時，第一 enjoy 是係咩嘢？啊，我係再講，啊，講埋清啊，嚇 OK，講埋清你講。我 enjoy 嗬，去學堂嘅，即我唔暑假唔去學堂，我暑假去學堂，特別我唔是去學堂，because 我讀冊，我是朋友咯。然後 actually 嗬，咁啊咩啊我貴，點解講啊先生無係咪啊？即我點先，我學堂啦，有幾耐嚟先生咧，我真係。但係講 thank you to 嚇咧 ，because 我唔是會讀冊嘛，我 just normal 安尼可能嘛，所以sometimes都特別需要嚇，係你幾耐嚟至少學對路較好，較有啥，你看到伊學因為有佢哋曬樣，因為有啲先生伊是會曉讀，真正教讀冊，伊只曬樣嘅是你無中嘅，至少啥無看到樣去，無好嘅個名你知道，中只有透明去啊。你知我做係咪？我哋一期要放2嘅時候，我教我過嚟啊朋友，我 copy during exam 嗰度。我抄你 answer 後，你 copy 你 answer。抄 fast 來 fast 去抄 answer 咋？抄啊，然後 result 出來有兩級，我 result 出來是無好啦，特別有兩級一樣嘅 result 真係好你知？我朋友嘅啦，然後有一級看到我人。抄 copy 嘛，你伊嘅 result 無好，所以伊無咁話講亂啲 copy 嘅 result 好，所以伊個去報啫，伊個去 report 我人 copy 咯。But 嗬，伊 actually 伊去 report 甲 headmistress 嗬，伊是甲 headmistress 講，我人就抄，你我人嘅班有人抄。OK，伊特別伊無好名。OK，伊是 just 講，所以 headmistress 就 TikTok。行去啊！我人會辦落去啊，嚟！你講啊，你人啊，自己啊，食很少在落。哦，我有 name list 啊，伊講，伊 actually 無。OK，是連講我有 name list 啊，亂自己入面亂自己徛去啊。然後先是無徛，先是無徛，然後一個再講，一個就喊我人啊。亂那些名啊，我讀來名出來，我嗰時多好誒，during assembly 嘅時我。叫人嘅名出嚟，一個咧叫，之後就再落嚇，一你徛，兩你徛，個咧我對了徛，幾班徛嘅了啊？冇啦，冇幾班，我人第幾級啦，第幾級，因為有你我人冇到我人嘅 group 嘅嘢，但我人唔知嗰個邊不難徛，呢隻很少在啦，個人有 club 嘅。咁咧我對咯，然後特別我人嘅 class teacher 咧，特嘢咧真係好，特別第一個成伊讀名咯 ，because 我人是伊 student 嘛，然後伊學 headmistress 名咯，然後佢來 class 伊名我人，伊不名我人，你名個好就又嘅成伊我聽上到不同名名個好啊，名個好啊，然後你人做咗落，伊不想 guilt trip 落就冇啊。伊個講我個教人講袂曉物件袂曉刷做 exam 呢，攏莫做人嘅，安尼嘛是說講攏 bad attitude，看到我特別看到我特別多人嘅 report 隔嚟位啊，寫人嘅人特登人有寫人佢樂觀嘅嘛，對，佢樂觀對，然後家姐 normal 是佢咧拜嘅嘛，咧嗬，伊特別寫我人侮辱咗，然後你知啊，我人第幾級都寫侮辱嘅嗬。一個有四字啫喲，我寫先生，不肉 start with B and with K， bite also start with B and with K。
對哦。對對，所以寫個真正細字啊，so that 伊是 hope 講我哋 parents 無看到 ，ban question 我哋。然後你 parents 看到？無。哦，哇！你現在好咯，但係寫部落是寫B 啊 U 啊實在係寫 cursive 嘛，樣 writing cursive so 無正係咪你無去係嘛，對啊，看 result 爾嘛。แล้วเวลา result ก็แล้วสิ fail เลย result for that subject สิ fail เลยแต่เลยก็แล้วเดี๋ยว fail เลยแบบเลย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ว่าใจ講我係一個 report 一部，因為我喺白白寫上 basketball 誒去 basketball 時我知是I got 是伊去報誒去 basketball 時伊大家跟我講啊，伊講actually我是無學，係咪說是 namely 是亂大家係咪？家己起來，假起來呢，就曬。ไม่because 不是我哋唔叫我哋叫我哋 copy 嘛，所以冇解氹咯，你我冇記。伊背咯，出背咯啊！出背話嚟，伊 because 伊冇咁運，有係你攞橋誒分數比較關。原來丟，較濟人較忝過，你伊本是抄啦。特別伊都抄，伊無抄，伊個是伊無抄，伊講我特別 put my hard work to 係咪嗬？但好多你 copy 嘅邊話分數較關，伊無咁關，伊無咁關，伊無咁關嚇。我頂到抄時，我from 4時，我是讀岑成行嘛，岑成行是莊嶺那邊就是派囝就係係一班咯，係一幾列嘅班啊，係啲班是 from after SRB from 3 course 幾有未讀冊，人就喺邊去讀。我是咪讀 science stream，我未讀 art stream，所以我就頭 trans 換過去啦。所以我唔是講未讀冊，我是未讀 science stream，I mean art stream，所以我哋去喺邊讀，像啲 accounting 啊，大家眼睇啲咩嘅，所以我哋去喺邊讀啊，即是 after 一條排人都已經入班嘅嘛，係啲會讀冊未讀，愛讀冊特別未讀冊。嘅人都接頭整，我後尾都無位啊，所以伊派囝個咧就接後尾 ，because 又買讀冊嘛，所以我接嚟咧，我個慣我先使叫我接後尾，所以我參嘅咧是點派囝個咧，所以我次頭去合併讀冊時，我是會講，總是會講你啊，但我諗講咩啊嚇我 lost my train of thoughts，我會講咩走去。commerce 考冊時抄啊，抄物件對，抄物件。你伊人考冊時就要看，伊人知我會讀冊嘛，然後伊就要看，要抄我誒。然後我有甲人講，我知 because 人有當時啊，走去你頭前，你較頭前人動嘅人 ，Q 人抓就。你走去後尾抄咋？你頭前啊，有你個唔敢講，然後我就參樣，我就甲人講，你愛看會使我無看，但是你 Q 嘅抓我就起手個先使講嘅，所以伊人會抄嘅時候，咁了唔敢咬嘅抓咯，特別用鹽啦，用鹽啊巴身嘅頭前啦，借我嘅頭前嘅邊個嚟看身啦，拍超好海你後尾啦。特別伊人 OK 喎，人講伊個無講 feel，我講，這是我嘅 rule 啦，我唔係講買去亂看，特別亂別使抄人哋話，你別使教我講話，別使叫我，你 interact 教我就是起手啦。特別現在嘅發現咩？我technique嘅，伊人就我冇去插人啊。我係講我古早嘅時候是你 if let's say 你 answer sheet 係過後邊啊過後多頂嘅時候，你先嚟實嘢啊。and then 伊現在學得到伊係你 answer sheet if let's say 是向起來，我冇 extra 做學人看。我冇的 extra step 學人看，我冇想講實話做起邊，我只係後邊去做，特別我冇嘅手砍，我冇嘅扎起來，所以伊人愛看，樣都sorry，我真機是同埋惡啫，我真機起來教我講話，講啫，你我做咧時，我冇所去邊，所以我看上我 normally 做物件，可能特中呢，因為頭前人邊個來看呢？啊！無樣邊啊，先生啊，是只無注意看落去 handbag 呢，嚯！規定呢，看到來邊啊，解啊！I think 先生阮知，先生阮買插呢。我有咧先生食唔落啦，有咧先生我有釣到一個，佢講好來入來佚佗困到頂叫我做 exam 困到頂哦。
I mean 佢去困啊，啊，直頭 sleep 啊，困到啲，啊，多了到頂位個人攞大家自己補攞啷家己做啷家己物件，啷去考考了，攞大家考了，我你先知去執生，咯，有你個安尼咯，有你個，所以你暑假物件是暑假一定嘅朋友冇啦，想你睇下上期啦，好是哦，基本是有煩嘛，啊，對，趣味有。我有歹，特別無歹個，佫無講真正歹，特別佫夾喎。啊，佫夾喎，有俗喎，迄個會煩啊。然後但是 stay back 嘅時啊，甲朋友講話啦，話行去食物件啦。有無啊？我有放燈一斗咧。我放燈過，我放燈一斗，我驚死，無驚死啲。我學長嗬。我是讀 Methodist Girls School 啦，我會記較早有人捌講過啊，我學長還是快 EV 嘅，你知？但係我無攏坐了甲我 sister 講起，我 sister 甲讀上學長，而且有嚟 area 快 EV，特別真正 surprising，但當我嚟讀時啊，無，我等幾個 story 啊。你咪全部是嗰一間學長。Methodist Girls School 中學啊 MGS 特別上下中學少。我人 primary 啊 secondary 上嘅，我話你這裡到去啊 Anson Road 嘅Logan Road 咯 ，Logan Road and Anson Road 那條แบบแล้ว你在 Garden Inn 咯，佢在 Garden Inn。OK 唔知 Logan 來。Logan 來我知。要啊，冇依啦。舊嘅 Logan 來嘅 side 嗰邊 along 嗰邊嘅位。Logan Road。啊。即係講緊你回歸嗰邊就咪使咯，做定期嘅對面。KDU 嘅邊啦。哦，做定期嘅對面。OK。Because 我讀冊嘅時候，我讀咗 until 唔知 form 幾嘅時。that time KDU 會係咧一個 land 嗬，是我人嘅 big field 啊，你知我真正大嘅巴當嘅啦。然後後來人行到對嗬，個 owner 啊，owner 未去嗬 KDU，去 KDU 哦。你知我古早我係咧是我講房度，我房坡個輪嚟嗰邊啊嗬。但 KDU 好了，你知哦，因為 class 都好 face KDU 嘅 side 啊，因為在人舊嘅學堂啊。人係你妹入嘅妹嘛，係你班嘅妹，三個咯，一個 class 三個妹，directly opposite 嗰是一樣 KTV 嘅大波嘅 toilet 你知哦，大波嘅 toilet 就，我冇人 copy 啊嗬，有陣時個派師啊，我人寫 note 曬到係提到我人嘅邊度課嘅阿弟嘅位咋。哦，所以你當我你 copy 咯，安怎啊？伊寫伊 hand 嘅位啊？我提到迄邊嘅位，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寫到200嘅位，知哦。樣hand 起來看，哦，一隔壁迄邊對面大波嘅toilet嘛，對面哇這樣，看到我人看到我這邊嘅人嚟講，有啲hand gun啊，看咧，我朋友個朋友你是 transfer knowledge 就大邊抄到啲你。冇人嚟抄啊！嗬，我自己你樣個貼，樣你寫到紙嗬，抄了啊，個樣貼嗬，係一條紙個發咗咯。OK，明。而家這邊啦，睇你個時間所趣味咯，小嘢做呢唔正，但係個唔少啦，特別做啊嗬，個成日成嘢咧。你講你幾講哦？冇未教你，未教大漢噶啦。等教時，我驚真正，人面等個真正難喎。哦，你咪等個做乜嘢？真正個是，我呢安尼中小嚟做呢嘛，對。I mean，你 leave high school 啊，嗬，你個無做啲物件啊。你當然啲物件做安尼沙拉個無趁免去這個Google。是啦，即有電視嗬，actually 有電視抽啊，行喺你盤座啊。我是無講好嘅，你你係因為咁樣白上班嘛？對，攞第幾想法？我大一班，我朋友係大一班，搞表姐啦，都明我出唔錯啊！哎呀，
無，但是冇好笑啊！講起但是你要傻渣呢，但是大家你笑啊咧。我頂次問個舊我係出來人講了，人講我人嘅出來人是無咧拍球嘅人。我係basketball 嘅 coach 嚟啫，不是 volleyball 嘅 coach 嚟啫。特別伊見下佢了起哦，佢哋無咧 ball 嘅人，係咪 sport 就係人佢哋無。然後我同你講，我人踢踢 football 是真普通嘅嘛，特啲馬來西亞學堂。然後你在我嚟看嘛，呢拍踢 football 了。所以特別我有照相啦，換我係迄個無相嘅把手間嘅衫食嘅嗬，然後走出去操波位，有哪走，我即係踢開球呢，我個走去咧張開，後尾就，你係咩色嘅？青色。對，我唔想青色。所以中澳青色，小澳藍色。然後我走去你即小澳咩色未記？你即中嶺嘅中澳嘅位，伊別人咪就大咯條，然後伊咪是攞咪就講佢哋被插鼻粉嘅大梅咯，伊插鼻粉大梅就啲喺啲三角影對邊嘅，然後伊貴裂，佢咧有即係種成啊灰膚色嘅籬笆嘛，伊咧只招嘅籬笆，佢而家另外一邊咪是普通吞有間 house 入出入邊咯 ，between 嗰啲內嘅 entrance 有一鋪嘅長嘅嘛。一張嗰啲，所以我就走，我逃避咗啲嘢爭又唔會，逃避咗啲。咁邊真會啊 ？because 用踢 football 時，我冇用過嚟巴掌嘅嘛，佢只用細細嘅。你冇看，特別你看你用到隻 area 咯，所以你咁樣到底喺邊走，有陣時有兩班，有陣時有三班相似，你知道？所以用走咧，先生冇看，先生要幫你去踢球，然後去坐去做班嘅，我就走過去張卡去逃避啊！佢嗱你，我甲佢真耐，你朋友坐到邊拍球，去拍球，佢在邊咧學見我事，我真係到 practice 了，所以係你看了，然後踢波對哪一時，也最關係都冇關，嗰條架是有關，我先生係梅女嘅 ，OK， 嚇係梅咩？嚇，先生你走去到安裝都冇留掛，我嗰陣時我嘅先生嗬是加人本備，伊是到巴當位一看加人有地走嘅。我別嗰時。And then 我冇，我個仔冇成日攞嚟去接人拍球，我是 at least 我個做 goalkeeper。goalkeeper， 特別 goalkeeper 咧拍來路時陣我未啊，我考，一搏嚟掉時陣。我做 goalkeeper 做得真差嘅，I mean 有陣時我冇家己都 on goal。Oh my god！你家己都做過嘅咩 ？At least 都個 participate， 我一頭冇得 participate， 我一頭 participate 嘅。兩 professional 嘅冇 on goal 啦 ，OK。對。on goal 嘛唔要緊。我一頭是你三星嘅啦，嗬。人講嚟，人講阿 John 嚟，好多踢。人大話是冇，嚟好多踢，好一陣間你 penalty kick， 你看頭都踢接你 goal 啦。我就 OK 嚟，我就走去踢嘅時，即係踢即係個角就講好了，我係攰聲嘅嘢背去，我特嘢背去，家人笑啊！我嗰個買啊，琴日走去橋啊嘢，走去邊啊騎啊！我有當時你會使到啲超波，先生係有看時，你會使到啲超波，你走嚟走去都看你都成個 participate 呢，特別你是走 away from the ball 呢，你是啊！你咪去接球啊！第驚但是你踢頭路，巴頭路嘅時死啊！所以我琴日走去，無想為你再講樣去，無想嘅 direction 成個 against 對 team 嘅人。actually 我剛剛當機咩嚇？我唔知 football 嘅 rules 係咩？嚇？我唔知 football 嘅 rules 係，我就係講第score number 第一個嘅人是贏了。我唔知講一個 team 有幾個人啊？有 play 係咩 position 係冇標嘅。我 still 唔知個，這是阿龍啊，但是大媽阿龍啊，阿龍 crawl 這些是，I think 是阿龍。OK， 嚟落講嘅時候係咪嘢？我有興趣，我是成日有陣時拍badminton啊，佢都 OK 咯。我係 bot， 那是一 bot 一背來只大粒要講嘅，我就聽我都冇事解。是阿龍，結成。阿龍聲冇冚。阿龍，你第一世界係咩？伊冇用時，伊成個 still 半車就。
啊，天無啊，伊含邊嚟講喎。伊用是嚇無啊，我有說咩？無啊，你是毛毛菇，毛毛菇教我講兩講，毛毛菇就嚇無啊，無係咩物件？無。OK， 來你話講啊，這裡呢？啊，三六三，你細漢時，你讀冊時是咁樣嘅。我琴日寫嘅好啊，mute 寫。啊，三路 mute 掉，啊，三路掉 mute， 路 mute 掉個。Sorry，感謝啊，第數個聽人嘅 gossip 咯，成日嚟大車告訴啊，嚇，就去 correct 咯，嚇，你住成騎，住地址，你有著炮啊，有著貓啊，你有人口啊。阿三拉薩應該名袂使講。無，伊去講，一聽嚟無人講咩 ？Maybe 無去，伊無實亂嚟講咪嚟白。啊，實梅啦，看啦，有陣時個伊人 describe 是最是個唔知是個假是假過，但係一個人記啊，你好。你看是上個人哋讀見啊，這都是上嚟看咯，佢寶貝聽嚟講數嘅，然後 observe 人嘅conflict 啊，然後聽看唔知樣嘅講數上面，但係你自家看 documentary 嘅，看物件你自家聽人講數。所以貴陣時你看到坐咗一邊等人講數，哦，驚住你班有蝦米事？你人就講故事啊，無做 boyfriend 啦，他們人去看戲啦，他們人 suka 就嚟打波啦，就嚟查波啦，啊，你咁樣啦，想啦。啊，未使講咩？未使講你 suka 係咪讀冊時做學生嘅事？你問我講學人講性啦，學人講性啦，我就 boring 嘅。你講啊，你講，我未聽學人做 boring。你講，哇，呢個當時我只 suka 是自己 suka 嘅物件，都是去讀冊。我哋 suka 物件 ，indirectly 是 biology class。Oh, okay, boring one. Okay, next. That's why I told you. Bo, tanya, cuma suka biology le? Because one biology class 大 frog 你都叫你猜啊，猜很就乖啊。冇猜，佢係你叫你班新聞啊，去猜咧，很就乖。佢叫我導，佢叫點你叫我導遊。study 嘢成故嘛。嚇。所以即係有一隻鬼驚讀冊啦。特別冇 outside of academically activity 啊，activity 啊，我是 librarian Oh my god， 我試過咁 boring。board member counselling board member interact club 嘅treasurer， counselling 我在 counselling 已經聽人講數數。好啦，嗱，我 counselling 嚟聽啦。聽咧，我去夾白蘭講嘅時候，哇！ And then so interact with treasurer or board member and then Saint John 咯。特別你 suka 係咩物件？what part of 你 extra 嘅物件你 suka？尋朋友㗎，還是參做 interesting 冇做過物件啦？我 suka 嘅物件奇奇怪怪啊 ，basically 講。我 suka dissect 佢哋 animal 嘅 body 咯，研究啊咯，覺得就 interesting 咯，咁樣咯。And then 有 experience 過咯，我係 perform 落去，佢哋曱甴咧，曱甴爆炸，冇曱甴冇夠冇 absorb 開隻 perform，and then 伊 dissect 一關幾隻跳起來，啊，請嘢㗎了，跳㗎了。你有呢部？比賽就唔比賽安全，我冇係夠謝，所以我咁了中學嘅時候睇睇咩？我冇睇睇，我唔係睇過。我 science stream 嘛，特別呢個唔是 science 嘛，特別我有 science class 本嚟，我有 science class。我是 science， 我成個冇睇過，我記得。都有啊，我是 form 6都有啊 ，form 6都有睇這個事。form 6是 form 6睇，form 6是鳥豬。我睇，我成個冇睇。件事是有，我是睇是一個是吉陣布魯啦，另外一個是睇是草莓講。草莓講不有我啦。比方你看伊個 body structure 咪無相嘛，然後你講science stream 點先有嘅嘛？你 chemistry 班咯 ，chemistry 班 because 我諗冇爆炸。because 我哋冇班嘅嘛，所以我哋讀 science 係science lab 啊嘛。當我 science chemistry 係先就實驗我哋嘅嘛，咁咪就 access 嘅了隻 chemical 嘅嘢咯。
幾好浪啊！你話第上你講好啊 ，recording until now，good morning 。這是我嘅 second round 了，因為我頭晚我係鳥樹葉話被學落話，所以我走去計 snuggle 啫，แล้ว講嗰時，頭晚個 house 開掉，講個起見，แล้ว講個學堂面，我講厝邊本來冇能開，直到開 recording 佢再落過，所以當時接唔起第三出，人哋我較早時攞出外啲 cancel 去嘛，แล้วpostpone 了，當件事講到對學堂 ，OK，so 我哋未使偷看。掉頭我等係看只 street 嘅，往出來。哦，掉往 ，OK。掉往嘅，我有一個 twins， 伊上間即係偷看，唔是 actually 是唔是 SPM， 嗰是 SRB 啦，點聲啦，伊是啥 try 點聲，伊偷看，哇，一頭先生幫伊啊 ，I think 是 SRB 點聲，因為我講在一隻細漢。所以一頭伊老爸老母好夾人啊嘛，我同講佢嘛，我學到你只好夾。對，拿到打點驚㗎啦，昂嘅驚。昂嘅驚，昂同埋水裡有嘅，同埋水我知點先。所以伊老母咪是一頭排去 Australia 讀書咯，伊無輸啊，伊頭看。阿莊咪是昂咯，阿莊是韓國昂。韓國昂啲無嚇，啲冇啲無嘅。你冇啲，冇落啲，冇搏嘅，是一頭是假嘅。冇啲冇搏嘅，我就春咗我一人做昂。我諗無屬個 PE 嘅，我諗 PE 是，我呢第一排嘅是我 PE 點寫咧，我諗走後尾係嚟 volleyball court 嗰邊一個出場嘅，我諗伊係嚟70年啊，point 先。70年下咗。哦，講嘢。係跳鬼啊！電線啊，唔是碗，而是 point 噻。對，我問題係講，你唔知佢寫個鄧蘭字咯，寫只鄧蘭字。你兩個咧有寫鄧蘭字咯，是阿莫車咧。有朋友嘛，有朋友是鄧蘭學堂來嘅嘛。哦 ，OK， 你是 secondary school 啦，所以 primary school 係寫 primary school 嘅哪寫？你用是嚟款呢？嗬，一嚟款掉，一嚟款呢，攞波，攞波不是攞波。OK，แล้วกะเราลังไอ้ชิวแฮเดียว係咯嘅嚇，จาลีคุยแค่ลังไอ้จาลีกะแล้วแฮสิเดียวand then 寫鄧蘭字咯，寫了，and then 話是每講住拔到你 future boyfriend 名面咯，啱嘅咯，就咁樣咯，lesbian 學等時間咯。แล้ว1970年就是因為你請來你是70年。一是叫乜嘢嚇？李文前啊，是唔是？靈魂前啊，靈魂前啊，70年嗰個啊。有我白請你唔知係咩物件起來。不請回知道是我甲我兩個朋友，伊是佢大伊個伊頭頂是伊個別店啊嘛，佢個別店嘅頭頂伊厝，因為佢掉啲冚起嚟硬鋼。冚起嚟硬鋼嘅，不再是，然後我介伊兩人伊是，哇！嗰啲哦，你點聲請未對哦？係你講，對對，唔介意啊。安尼，按照講，亂則講是請未對。你請來是時候就款嚟叫。哎呦，死又未記咯，แล้วอีมวยทำ咩嘢？มวยทำ咩嘢？都係มวย咯，成日講 OK， 我就我呢啲講你請未走去只叫你มวยทำ咩？มวย做事，แล้ว是做事啊？未使มวย按做事嘅，就都มวย，你講你มวยทำ咩嘢？未使，特別未使มวย按做事呢。就可能是มวย咧，等有講啦。請你對一我人買醫療，他們嘅 something 了別記啊，按照講啦。你按照再講，伊咪請對呢？伊咪就請對。伊咪去迄個好美食個，一定有是個好美 ，OK？Then 邊嘢個了是人嘅姓啊，嚇，就人字個了啦，我朋友寫嘅啦，我未曉看嘅。Then 伊是寫個了就人字人嘅姓 ，last name 啊。Yes and no 啊，佢唔講個啦，佢唔講個啦。Then 你問伊咯，你是唔是70年？伊就講，伊去嗰邊試咯。然後 after that 又講，佢咪物件，我嘅翁是唔是拔到有千百件嘅？
Yeah, 冇no. And then after that, yang ko last name是虾米say虾米你写很讲你写，你会 think about what 你写落来的名字咯。Then 我朋友就 explain 咯，sometimes 講伊個是唔是？伊講成紅嘅，成淡嘅係咯。別使講你唔你講準哦，別使講準哦。對，我唔準。伊講我嘅紅 last name 準。哇，geli哦。tapi 唔係伊啊過頭啊，我知道是伊咪對一直轉，到三百，我手袂使放嘅啫，所以我為了我because 我人行咧拍麻將會轉嘛，只大條嘛，但一直轉，伊唔是上慢慢嘅啫無，伊 spin 嘅啫無，一直轉，你都每一個 question 轉，係咪咪個轉？係轉啊？你就你動掉係你 coins 哦，it keep spinning the home 是中央位嘛，回家是中央位嘛，然後一直轉咯，轉係你 home 哦，一直轉，你每 question 一直轉到伊會答路啊，伊就起係你字哦。你會知是假個是真嘅 ，because 假咧，你會 feel 到人人度嘅，實一個版嘅。正咧，伊上個 float 伊是伊 underneath 伊 point 上有 feel 到上個一個 air 嘅款咧，你 spin 真入緊嘅，係咯。แล้ว你家裡是係啲地面，然後是對了一行咧對對行。是伊成 Q 條路，Q 條路行咧。你會 feel 到上個唔入架的，你家裡講家裡，上個上個就 glue 啊 grip 掉嘅咧。แล้วยังไม่ตุ้ยสิลูกยังไม่ตุ้ยเลยโฮมเลยคุย你別使，你得請個ตุ้ย別使手家裡別使放 the coins， 是你放啲啊咗，別使你放啲好勢啊，我諗是啊，我咪講但是嗰陣 bad things happen 咯，樣講咯，and then if 你講係你伊係你半碗咧，碗後尾有血咧，就面是講 something will happen 咯。geli哦。所以我無幫手過啦，嗰了是行啦，但有一道是買斷啦，我人穿咯，直別是你夾搭，唔使我借條哦，我夾搭有起來來箍了啊，咁樣就，所以對伊嘅，你看轉咯，嗰了轉咯。唔係講幾個數啦，講你哋世界，你是講他做學生，我講就幾啊，做學生啲世界咪就是看到幾下就等時。佢頭幾啦，只就聽幾個數啦，我諗我學等只古了嘛，所以大家都冇是聽先生講幾個數啦，我就嘅先生就數夾我人嘅嘛，所以講幾個數啦，然後有學等 student 做實會啦，嚇唔記得啦。我講聽，我學見後，我到底讀到學時啊，我有一個先生啦，伊是我唔知咯，會想甲我冇想，所以應該是無啲。maybe 國家咧，我未記名，我都想未記名，伊是上機啊？唔是，伊是大波嚟啦，伊是正，伊當從零無講正久嘅，特別我讀是90。我from 5是92年，所以90你90年90、91、92，安尼點先係？即人無事介意，先生冇事介意，伊都無怪怪。我冇白咩在咧？無，即是 after 無白。無意思講咩？伊個華文，教華文。然後伊是伊唔知叫咩啊？別叫鳥人啊？什麼？叫鳥人？沒有安華。教華文啊！教華文呢，伊是關咧，冇滾長嘅咧，所以叫鳥人。然後大波，特別 one thing 就係伊有隻 impact 係我試過冇咩下 understand， 是冇人數介意嘅。然後伊首先實到麻將咪唔是講無，伊唔是講人無好係什麼？哦，對，伊考出來是伊是做離散，你是講在離散是叫咩 ？oral test 是伊。
可能學生看一切，以後你 before 你其實以後你先讀，但不你會背自己讀嘅物件嘛。以後你唔知 few minutes 看過先看過，然後伊就轉到點聲，伊就搶你搶來個咬到對嚟斜到對，然後有當時我係就學等嘅先生教我食嘢嗬，伊就學我幾分鐘，伊無成講去日轉然正嘅打波咪鳥人即教華文，你講關於92年、93年，93年唔知有啊，還是畢業啊？92年、92、91、92是大名家。然後伊誒，所以百里先生冇暑假伊誒，我啱未記啊。百里先生冇暑假伊咋，所以百里先生冇暑假伊，所以變做成個學生冇暑假，先生冇暑假就幾成都冇啊。咪你好，伊度。伊一個物件就是伊教我嘅，就是伊來嘅一個 dictionary 啊，發生阿龍困嘅，伊個 dictionary 是福建嘅 dictionary 啊，就你伊來教我講萬山啊，迄字啊，那款啊，伊寫出嚟我看咗係福建嘅字啊，你寫出嚟我都淡薄 interested，特別我無咪曉，我不要睇鄧人字嘛，唔咪我無嚟教啊，所以。下次我會記講要夾一本 dictionary 好玩看嘅是，我 that's the only memory 我會記喺你身上，特別今日人冇暑假嘅，但我講是做咩講起這樣鳥人，伊是你看到伊個伊有一個 impact 啦，我會記掉嘅，我會記80位嘢死嘢，我會記，伊 impact 就是好玩，我看到喺一個 dictionary 係你字嘅啦，成日我頭一條都冇暑假。華文嘅嘛，然後你知我第一部教華文嘅，都是讀文言文。文言文就是只杜蘭，因為我看到嘅是啊，我是想講伊是文言文，所以我就冇興趣，你知哦？伊看伊字成個文言文嘅款嘅嘛，然後啊無like特別我會記啦，講這是福建嘅，人做寫又寫幾嗱你無上嘅福建嘅話，其實但是講我有 continue 對到伊來講，有可能學到較濟，特別別啦，我是講嘅啦。三六三呢度定呢？你見咗未？同我都講嘢聽人嘅報人。藝術嘅gossip。canteen 呢幫姐係咩？有到等下。我 canteen 我食嘢食快，我是個人講話呢。有個人講，我特都拍到第三啲嘅酋長。我就看到伊人呢，我就要招，一人就來啊。social 啦，你是叫 social 啊，就講話，你有當時是講做戲啦 ，Mistarski and Hutch 啦，就咩？你家己間物件去食嘅吼，你無去。安款嘅物件，然後就講話謝咯，即唔知即物件講話嚟，然後貴嘅是去幫助嘅。嚇，我是嘅是幫助，好 pass。對，去手，咱先生問我蝦米數，咱講下亂去行嘅啦。有嘅，แล้ว佢กับ朋友做 sign 嚇 ，meet you at 幾點啦，幫安尼款嚇，แล้ว就去佢就去講話，แล้ว阿伯講未了時，佢講嚇阿伯拍電話到處啊，拍電話嚇，哥再包啲。冇白路啲，冇白路搭車時。有時搞咩物件，我唔知伊淡仔是唔知是車啦，還是被困個冇白，你麥個 mute 掉個，伊唔知個掉，淡仔是有掉啊。是啊，淡仔掉，冇白，係嘅。我個啲嗰啲聽條人講話。嚇，你講哦。一啲係叫亂聽。OK，你興趣搭車時是係咩物件？你 interested 做係咩物件？就 song 嘅。Join Scout。哦，join scout because 有 activity 還是一做物件，你就興趣學。做咩事做 join scout？都是冇咩興趣。因為唔是讀冊嘅物件，所以嘅興趣。對。應該是 camping 啩，屬個 join scout 做 camping 啊。別，我 camping 我未好勢，我真係咩啊？上垃圾，我驚垃圾，驚土，驚一大堆物件嘅。哦，那個講去做 scout，because 去做實唔是講要去 camping 還是點？
你是係咪 teach part 哦做 scout 你是㗎？uniform 呀？你是㗎咩？我上無論我頭 join 時你免去踢 football 嘛 ，football 佢就錯咯。我暑假踢嗰啲佢就錯咯。แล้ว你是你哋 enjoy 呢中小學中我哋 enjoy 叫我等做咩嘅係咪？讀啊幫學。冇啦，會 after form 3了以後，我是暑假幫學แล้ว我彈去拍 tennis 咯。哦。form 4 form 5叫佢拍 tennis every day 啊嘛。哦，所以係啦，你是㗎。你定當時你課外活動在係咪？你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是做咩嘅？除咗 scout 啊，你其實做緊做 scout 就 uniform 唔使，佢條就係 uniform 就 persatuan 係咪嘛？你叫？就兩年咯。我年代是咩呢？一年就會咧，攏擺攏表緊呢。哦，一年就會誒。我諗是兩年啊。人拜六無嘅，無去當嘅，人咪 join 咪半行嘅。哦，我諗係4年啊。哎呦，4年啊，4年係咩物件啊？咁樣你講？係你 counselling，我是大家有一個 uniform 咯。uniform 係咩？St. John。St. John，OK。我有 license 嘅 St. John 嘅啊，唔是冇 license 嘅啊。個冇 license 嘅咩？你愛去入 classes，你去考車啊，and then 不到了，that means 有一個 license 嘅啊。哦。你會使，你咧對準4，我是4年嚟嘅。所以 basically 咧，人卡拜咧，卡節咧，我頭先就走落去叫大家叫我嘅。OK。and then 有冇 license 嘅咧，是對條路嘅咯。冇 license 是我啦，人哋我記喺三角形嘅 bandage 嚟包我頭，成個 scarf 咧。我依個樣去做佢哋馬拉松啊，有人見啊，搏到龍膠啊，伊個格達有走出來骨啊，去拍啊，去拍啊。哇，你敢啊，你邊個？我敢看會啦，我都看會啦。OK。咁樣去拍啊，頭一個咯。and then 成種係點聲，有故事嘅，特別咪講啦，是鬼嘅。或者鬼是咁講，so 是你。幫人啲嗰個地幫人啲，你等你 interested 你興趣做咩？睇起來是點先？我下估拍 band 嘅。拍 band，你拍咩 instrument？我拍 trombone。哦 ，trombone 成咗係 trombone 成一支實出嚟啊！國機嘅。OK。After percussion 是頭落嚟拉啊，我地上嚟拉就是 trombone 啊。哦，你 trombone 是你聽到到有彈 music，還是去唱 band 那個有彈 music？我already 有拍 piano 啦，然後大小學時拍 recorder 啦，最誒咩嘅 recorder，我啦 actually 下個小學時 recorder ensemble 有去下 competition 啊，對。Recorder 唔是特人們要學嘅咩？係咩嘅？特別冇特人 Recorder 唔是特人們要學。冇特人 join ensemble。ensemble 是成個嘢嘅咧，樣子一個。我冇識掛嘢咧，特別是嗰啲佢寫 band 咧，可能佢哋嗰啲拍掛嘢咧。都recorder 有 soprano，normally 人學是 soprano 嘅，我 actually 讀 ensemble 我是拍 auto 嘅。哦，較大嚇，較大機嘅，較大機啦。然後 after that 就去band 咪是點咧？就 marching 咯，就拍子咯。對，8點到4點。好哇！早起8點到下晡4點啊！有 event 嘅時8點到4點咯，冇 event 嘅時是拜四下個form 1嘅時下晡班嘅嘛，然後拜四早起就10點到12點practice 到 band room，然後是 Saturday 是8點到12點，係是 normal 嘅 schedule，阿妹有去即個event 啊，是 competition or whatever 嘅事，但係是 normal schedule，特別是講有啥 Merdeka 會來啦，還是有 competition 啦，啥物啦，都是8點到4點搭日。你 enjoy 啊 ？Bonding class yes。你 enjoy because 你 bonding classes 還是你 suka 依個 activity？ 我suka拍 in the band 咯。哦，OK。是啊，所以唔知最數，我冇 suka 家己大家拍 band 咯，係咪啊？特別我做 band 嘅話，我真係 enjoy 喎。佢點嘅 ensemble music 都 suka 啊？嚇，對。
拍咩？就是人我唱 band 嗰陣，哇你古靈知道拍咩 ，Euphonium 上面我都未記啊。Euphonium 是依看下 mini tuba 哦，tapi 我參一年半呢，因為我係夾 trombone 本嚟，因為我屬係 orchestra 嘛，係了 euphonium orchestra 入面播嘛，意思本嘛係我 trombone 要 euphonium，我參一年半個嘅我講嘛講我去學 violin，我嘛講我學 piano 個學 violin 個拍 band，愛經攞嚟會使別我就經 violin 咯，我 quit 掉。阿姑我是我諗冇 euphonium 咩，我是 section leader 嚟 for brass section。你是本咧，你就佢就倒攞出嚟。是哦，我知啊。你見你之前嘅看嘅嘛，instrument，一condensation嘅，一掉出嚟物件，你第一你腦就走出嚟你 release 先攞啦，你問就馬正 van 嘅時，冰嘅時，掟就係抓住到呢邊啊！計嘅呢啊！先呢 instrument，你本你攞住佢哈。想嘅嗰度 ，yes， is 叫 speed valve，speed valve。對 speed valve。從每地方嘅從每人可以嘅 speed valve。等我想嗰時嗰陣人會講，你 enjoy 物件，我等 enjoy 物件。等我看笑話，但係人講物件對 ，prepare 去我等，say A。讓就人請白嘢，I think 人正解都是請白嘢啦。哇，咁樣，咁請白就人 normal his class 時啦，咁人請白嗬。所以白時人是，但係我聽三老師講話，拜幾寫嘢都講啫。禮拜 ，because 買啦，佢就請 A 去做 extracurricular 咧。哦。然後特別你對嚟是點樣寫？你要買 sale 啊？你在早起時就俾 sale， 你落河時，落河冇字頭時就好。然後咪是阿咩是 Sunday 時就 start 嘅你 hair dryer， 吹紅毯，小槍 hair dryer 就係小槍咯。然後就俾吹開打，然後有陣時冇時我買過開 gas， 下啲你好了 gas。背，我諗佢真有你那個真有寫嘢咧，我幫生對啲啊。然後你說出來後先講個事啊，然後佢夾咧，頭先怪夾到我拆掉啊。你講到寫嘢嗬，要幫生對啊啲，啷係生對個快打。後背啦，生對後背。即係嚟講古靈字。你唔知？我唔是古靈字 ，sorry， 你 sorry 來試啊。PKB， 我唔知是我朋友是先，我還是唔知嚇，真是。我是應該看我講只 insane 嗰條，你咪是講，你就係你講用手去寫，你就係只去 washing machine 寫到嘢啦。我唔係，但你講個你 result 上哦，你 result 個我上。我點只去嗬 ，and then because 唔知咩屬於嘢嗬，嘢手嗬是用寫 cardboard 做嘅都知咯，寫黏。你唔知點屬於啦 disintegrate 嘅呀？啲哦，一個咧 disintegrate 佢都就我慢慢搖嘅咧去。係啊，咧佢又寫出來嘅時候，咁樣成抓配嘅咧就是嘅。咧好係嘛錯，夠晒。是咩嘢？啲是抓配做咩？唔知伊個手裏邊是抓配喎，唔知點數。就落我哋啲嘢 cushioning 啊 ，cushioning 啊，點解 cushioning 裏邊是？伊唔是做啊，成 long term 嘅就 because 嗰隻人特登以為是咁樣。伊唔是學你做成家只年。我係啥咪？我係寫，我唔是用 machine 寫，我笨蛋嘛。然後我學麻草本，然後我叫我做咩事你講佢寫啊？我話開住佢咧 washing machine 嚟。然後寫特別 spin 係打咧時就出來時啊，你在人嘅下手卡起淡薄，伊 transition 去 canvas 時，伊有成一地球靈咧包掉伊 canvas，伊成lap 掉嘢，嚇你破個了去，
伊個咧伊 separate 伊迄個物件開個咧去，毋知咩屬於上伊加上甜啊，啥物伊做個伊迄個邊樣誒物件，個咧去伊個手領個伊個 canvas separate 個咧佢咧等硬開掉。Because it 用 glue, I think it glue ，maybe 是伊上甜誒，伊經上甜誒是，當今 dryer 當今有啊，當今 dryer 有一個伊寫一 net 安尼，後頭下到啲嘢嘅。哦，so 誒，我是怕水洗，我驚嘢落去 washer 啦。so washer 唔應該洗嘢啦。gentle cycle， 你係 gentle cycle， 那是你加 gentle， 所以未出delicate 你洗地，那是你愛來講，你洗地到啲你 washing in net 啊，你寫一 bag 嗰啲啊。去大手俾佢。OK， 我媽。係你到依度被 directly 做到要，把你物件被 rub 地。然後你當今要做成 rack 呢，下到啲你 dryer 兩邊，所以伊無香嘅。我知，伊是拔掉 dryer 梅。對，伊搞掉，伊梅掉，索掉嚇，對。索掉 dryer 梅，我知。對。所以當今無啦，頂到嘛個 dryer，頂到時到啲頭車時，我是會記，我是奇怪講36伊無偷伊嘅藝術，我係寫嘅 process 就是偷藝術，偷咧藝術成寫，了我係藝度嘅去浸水成嘅。入邊捽嘅浸水我藝成浸水成，浸水了我係度嘅。我到嘅3分款你就3分款就4-3。我唔是3分款，我3分不久嘅。冇我是3分款嘅，3分款你辦嘢3分款啦，唔是我抹用，唔知咩咧 MV SA8 啊邊個頭，我冇用嘅咧，我是用嘅咧，你即係辦嘢成下咧 fat 咪可能 normal 平時啦用。藍色嘅，伊3本藍色嘅 fat。特別冇，唔是冇久嘅，唔是這咋，即是款嘅，特別款入面有 spec 有藍藍白。我係不久嘅個，我會記。唔知係直接講呢啲我是特別你特別打啦，你特別係到啲係咧usually 係到啲咧 planta， 唔係咧 margarine 嘅墊 ，margarine 嘅 plastic 嘅墊 ，plastic 嘅咧，你第成日定到即係 plastic。你3分款哦，3分款你倒到啲係咧啲 margarine 嘅 plastic 嘅 container 啦。因為是咧 Dorino 唔知咩 Dorina， 哎呦。Dorina 上面有一張plastic 薄呢，所以你等下你到夾3就冇到啲你款你大位，伊shoe lace 大位，然後你到係number 3喺度邊，所以頭一行是成邊位大聲嘅咧，大伊後邊嘛，伊到啲兩邊你咪是白佬個口就餓咯，所以你咪做係 even 啊，就細就嘅漸慢你下時就攝啊嘛，攝下時隔嚟夾你出來3分，然後寫邊啊，寫脱一頭整後背咧一節，你就一節入面就會夾出來，寫嘢咧手嘅當嘅。脱寫長，然後我叫我拍到就得咯，落冰啦 ，course 我拍到啲我係厝嘅籬笆嘰呢，所以我就教到啲我係一下吐到啲我係籬笆入面，然後撬掉，吹有一頭昂嘅位，拍出翕出，你拍出來嘅時候，時成夾糊咧定，一 shape 喺度拖，了。你冇係你咪性咩？做個會性咩？頭冇，我頭冇學掉，後尾是大漢啊半大嘅時間嚟，然後我是拍打咧嗬，拍打咧時間嚟剝會款嘅，所以 next day 剝會款嘅就，然後剝會款一對熟嘅只，然後那時你半大時，你都洗好了時，你使成剝會款咧就再去拍，特別伊會款冇呢夠嘅。because 伊水濕嘛，所以被 absorb 安尼濟迄個白，所以你若是拍打了，你個來剝會款咧，伊數較濟白，特別你行嘅時，lap蹬到來時，伊個會煙出來，呼！那我人過嘅時做成迄個 Bruce Lee 啊，過嘅時拍功夫啊，過拍功夫，要命！原來是安尼，我冇你講翻，要講 actually 我一路來做嘅 actually 是錯 because 你怎做？我嘛是打嘅時我就只剝去會款了，所以 that's why 看，所以 that's why
我不是垃想圾都看過脱。對，伊個頂無夠數，所以伊接伊嘅布 fiber， 伊 canvas 嘅 fiber。我不是擔是係老一啲伊嘅托卡咧，托卡佢白白垃圾。對。所以就是當你打咧是碌架切嘅時，碌架擦嘅時，伊就白開咯。哎呀，佢又玩啦，我都冇試過。我不是擔是係無打咧，佢就係。特別你愛呢較好咧，你使半啖打時，所以你可以拍一下，伊無100%打時，你對使成無會分啊。你特別，若是你把你洗好無會分咧，伊無咩會掉會分。伊會分嘅味啊，就人講，我個會味。對了，你一頭會拍一邊嘅一頭換即係 direction。哎呀 ，actually 他才是寫嘢是隻爽嘅嘢。我時候都冇得呢，就 somebody 問，安怎你一雙嘢呢？都是要講開你看看 ，so stress for all those years， 袂曉講，媽，你買兩雙嘢使，無想到 ，every Sunday night，特別可能伊講袂使撩淚，一禮拜四是打嚟死啊！我講啦，就是講到撩淚。我想起來，我有一雙嘅兩雙啊。我是兩雙，我未記講我一雙兩雙喎呢，上個是一雙呢。我想一雙 ，because 逐禮拜就死，逐禮拜就死。你好，我有穿鞋到最會成破哦。你可以啊，你頭前嘅你就你講嘅啊，唔是啫，我唔是你講嘅 ，because 我係 white feet 啊，我係腳闊啊，所以是到底我係腳係直平平嘅，直平一成我係安怎講啊？我都未見卡，你就你會知啊？你卡安尼看嘅時，伊邊啊變成裂淡薄。即邊嘅會，我係兩邊咯，即邊對，伊係你開坑嘅。喂，usually 下邊是都好是伊，但係人講伊 rubber 冚起來 canvas 位，本是到底下邊嘅，所以下邊就擺破坑嘅。有落海時就打咯，打咧就接水。你講過你記你我定 A 是係咪 brand 咯？巴打咯，你到底出名？我唔是巴打，我是巴拉斯。巴拉斯個線啊！我是查某嘅，我冇 A 數嘅，我係 strap 嘅。Velcro 呀？嚇，查某嘅。小我嘅是係成 Velcro 嘅嘛？仲我未使你當唔是咩？仲我實嗰時使。真係袂使，我未必少，我不穿過 Velcro 咩？我早時我未穿 Converse， 我未出現過。哇，佢未穿 Converse。佢早時我未穿 Converse，然後佢又穿起又等啦，佢又學prefect 講袂使穿。哦，袂使穿，哦。哇，佢好妙，佢穿 Converse。冇啦，佢水嘛 ，especially 係你夾慣嘅啦，係你係 top，袂使，我都袂使。我都未使成係 top。到時我一擺前期嘅時，我咪試咯，我是學 prefect 講，學邊講未使成。OK，所以當然想去安尼看啲物件啦，唔是講我到你屬於到底學堂啦，咱讀冊是要做嗰塊物件，成個講嘅 report 格對處啊，報冊啊。哦 ，report 格咁聲是我第驚。你叫你人個了，囡仔個了，愛做一支伊嘅 sleeve 上阿飛仔，你看，了佢嚟人佢白下，你看落嚟。我個時候你講你阿飛仔，我個時候就知嚟啊。你人馬，你睇大波囡仔較濟啦，係咪就冇冇人特別大波囡仔較濟安尼，出邊，伊成個流汗，咧切。其實你在啷個 shirt 是白色嘅嘛？個啷讀冊先，你流汗時你安尼，你在啷個地球位喎？地球切就是冰嘅咯，就你面吹垃圾呢？落雨哦，就整個。你冇嘅係個接片咩？有啦，你冇嘅係個接咩？唔是我，有啲人唔是我有夾板酒切，特別有啲人見到是安尼切咧嗬，這邊嗰啲咧，你看一抹嘅。板酒 get 自己咧 safety pin 同啲一板酒我冇看過哦，未必我冇看過，唔知係咩意思呢？哦，大波食咖喱麵，伊食咖喱麵，伊講唔是伊抹叫伊做呢，看伊啱冇啱，準。
小弟啊，是school uniform。啊，伊做呢，伊講唔是伊啦，伊嘛講是，伊講唔是，伊嘛叫伊做呢，準伊咖喱麵，你食啲伊嘴 ，prove that。呢個唔可以講咩？講到 school uniform 嗬，嘛是對，鄧生是青青色蓋咯，對啲中學時嚇，對中學時，and then 中領是青啲對。對，and then我 form one 是到 BB 咯，對先，嘛是 form one 我 form one 青到 form six 就係哦。哇！你咩事冇山冇背掉？我冇山冇背掉，是講我跳慣。哦，所以拿嚟拿啲，俾學 band 先。所以拿啲，變咗學 band 咧，佢話我 teacher 就是我先生問我講，你課是唔是幾好啲嚇？其實我咪講，我咪就因為我教你講，因為我就來到冇個 school uniform 嘛。嚇。所以我教你講，我咪去聊你啲先你 school uniform 咯，就根本下陣時就是 form four 咧。佢幾年就聊啊？前幾年就聊嘛，都冇數樣，所以我就老位先生講，因為我嘛俾生女，我就講。你冇講你女走出來咧？因為學 band 錯 ，and then。安尼啲咩？我學 band，我陣時 really 想學 band 呢。係咪？然後個眼淡薄，你知喎？個眼淡薄咧，嗰時我兩仔我厝嘛是中領 bus stop 嗰邊嘛。對 some of the boys 伊人穿貨，眼個你別看因個了物件出來計嘅理了。誒，特別車四蓋看到咩？車四蓋。人不要拍攝，人看你嘅理了。特別伊人家己不要拍攝，佢家己夾白好行，是來看伊路嘅。一丟啦，只看到未必你看到嘅是即的確女。你應該是看到的確冇。的確女。我借錢就單位巴士。佢看到伊 Frankfurt 女嘅立場。誒，我唔是正白褲白衫咧，佢哋是本亞話啥？冇，你是本亞話，我 form six。form six 啊，仲領OK 本亞話啥？OK，佢隻 school uniform，最會講個。我佢隻咪講。可能到我等嘅時候，老細多可能嘅。我啦，你大漢。冇，特別我小學嘅時有同學。啊，我同學有，我記幾年咯。你喺一條條啊咯，佢一當年嗬嚇 forever 講到呢個是講。幾時？我一擺嘅時候，陣時是被白我嘛，然後我報到聽，然後我想講，冇 actually 是係大我 primary school 嘅事。and then 時我嘛是冇小心老細同報咯，到課那邊。你冇小心，老細是冇小心老細落課淡薄。冇小心老細落課。哦 ，OK， 你唔是愛老，你是 already 老啦。already 老了。幾百錢嘅多。你咪講下嘅嗰啲。是有個兩撥呢？一撥還是個撥 ？Maybe 是個撥。OK， 怪詞本啊！你話殺骨骨咯，脆皮骨骨咯，你即刻脆皮骨骨咯。冇個菜是唔是打嘅？唔是老咩？唔是老細啦，佢夾曬閃出嚟。Yeah, maybe。嚇，唔是 diarrhea，是閃出嚟就冇嚟曬。OK。And then 我嗰陣時我講到，哎呦，我講你講，哎呀 ，maybe 根本被幫我啊嘛，所以 that's why 明見那隻塊被對錯啊嘛，所以嘛是有冇去管那個 video， 哎呦，死哦，超細邊。係咪？你出嚟啊！你個你亂掉看看，咪去我嗰陣時借了啦，我跌咗跌講了就仲係物件嘛，所以我咪去袋嘛，然後嘛是借了咯，我講哎呀，其他亂隻，maybe 亂半點鐘就被幫我嘛，然後 and then 我 video 死咯，超細邊，唔知，然後我教我 friend 講，我借咗邊啊，係你friend 講，哎呦，你 video 超細邊，我個解釋啊，解釋 pretend。你我睇你企起來先看到你褲大細，冇個好猜冇，嗰陣時個好猜冇。你一個又我咪是講，哎呀，是唔是啊？你搞片啊？搞曬哦！想咁講，佢解釋哦，佢 set up 把你物件。我解釋，
set up แล้ว佢又รู้唔是一幫嘅事，唔是講Instagram 嗬，就嚟 plain 嗬，那邊唔是嚟就嚟Indian 嗬，講 please don't fart it's very smelly 係你我唔知攏看到冇係你邊แล้ว有人講嘅就是係你講嘅人嗬，就是自己做嘅，แล้ว我就想講我覺得係你講你講。個內狗啊！你係咯，我落刀啊，John。嚟講零時講。我第一刀是一年級，我睇你是我是真嘅老細，我係 keep 佢啦，我唔敢教老師講嘛，是歹勢嘛。แล้วสิว่าจะมีเราไปรู้ใช่ก็คิดเอาตังค์สิไฟเสียหาเล่นแล้วเขาใช้สิฮะสิไอรีเซ็ตอ่ะแล้วเราใช้ตัวคอแล้วกินฮะสิชิ回กิน那部講有臭味咪我一頭行落對厝哦因為我等到我厝我厝灣了嘛แล้ว對厝時我就將我抹出來我抹講做咩事我講我老細ตัวคอแล้วมา叫我頭殼到嗰邊咋厝嗰邊啊叫你拍射我夾吹我對你講你別再加接來，你開下嗰邊，睇射槍射我夾出。對。แล้ว第幾道時，他是我個應該是未記幾歲啦。他是我有甲老師講我係幫曬，แล้ว老師講出去，我即係我一去出你 class 然後我使就出來啊咋。哦，白虎啊！未好了，好彩他是定嘅咯，所以我就他是冇穿地褲啊嘛，我就想掙掉我係褲了嗬，然後我就夾佢係使出來了誒，然後我就夾過喺你老教嘅時候，條我褲出嚟，放炸彈，放炸彈都叫老教啦，你冇估到呢卡。哦，他是浪交個塔掉嘛，有隻垃圾嘴啊嘛，垃圾嘴個鋪度啲唔滾起來掉喺佢裏面，個了咗，做慘，講嚇掉，我嗰時候講浪交，講，那有做先生，等，講啦先。แล้วก็ว่าจุดเจ้าขี้เกียจเลยตอนแรกไปฉีดไว้บ่อยมีอ๋อแล้วว่าลาบินก็ตั้งปุ๊บเอาใส่คือก่อเดือดใส่มาแล้วว่าผมใจว่าเจ๊เดียวสิได้ใส่จุดแบบมันตาแล้วมาถ้าตาเป็นชอกี่จ้ะถ้า佢哋炸ขี้เหรอ感覺掉做咩一謝掉成日你 sandpaper 錯，然後就叫我你炸你去幫啊！你使掉到我正格那邊嘅了。我再攏就前面嘅 continue 曬講去隻我係仔啫。我喺講數字你講嘅啦。但我內人會講嘅嘛，人講就係講。人講安尼講啊 ，Can you imagine 若是你做先生，人講嘅，你即係我有一個 student 安尼，我有一個 student 安尼，唔知嚟講。講到你浪教好，我บอก你個成條，做咩事我冇買，正冇自己我 primary school 嘅時冇自己primary school 嘅toilet，如果說伊個 toilet 好是裝嚟古仔嘅，正個呢個掉一時曬康好，一曬康，然後一時是浪教流嘅。對。哎呦，該個呢呢？你是還沒有等？我是 ，Oh my God，是我唔知你知冇叫。actually 是撞突 ，actually 唔是撞鈴啊，是撞突，是多算係อะไร什麼？是多อะไร我講你บรรลุ嘢ตอนเลือกสิบัวล่ะ應該是有 modernize 啦แล้ว so that's why when 我ขี่嘢ตอนเลือกสิ嗬 so 我是特別嗬是驚對老尾一驚，因為我是驚講。if let's say 我驚頭一間，還是有物件，我是驚講人會看到我的屎撲過來，所以我真驚，我真歹勢，所以我是驚大擺河是驚老尾一間河，然後大擺是看到人撲的屎過來。我冇是有那款的 experience 嘅喏。呀，我有等嘅，有兩邊嘅嘛。
所以一邊是互人幫助，就是上個要攞嚟brick，แล้ว要上一個坑咧，互人箍了去幫助落去，แล้ว伊嘛是有 flush toilet 咧咯。對。但有個人伊人 ，because 我大條灣 like it's quite rural 啦，所以有個人嘅厝伊人無 flush toilet 咗，所以伊人袂曉係咪是 flush toilet 幫咧，伊袂曉拖水，嚇，所以伊無拖水，所以迄個 gardener 啊，就一些收托卡係咪咁了啊？嚇，伊特到都俾嚟做嘅咯。哎呦，我感覺佢hygiene 因為我想做件事，我感覺佢搞個理啊。我等佢袋咧，不嬲隻垃圾嘅，我等袋咧都是隻垃圾嘅，and then 無，伊because是一大粒嘛，長長嘅嘛，and then 我哋你頭頂咧，我哋頭頂咧，伊是上下無冚嘅嘛。然後我哋頭頂嘅哦，伊係當機嘅咋，然後伊無 sunlight 嘅咋無，一冚落去每年哦，暗甲無人有嘅咋。哎呀！然後佢一隻草，應該人個咧緊，應該行鬼嘅事。行鬼加草皮，一隻草皮應該見到斑石頭卡。And then 又無愛 flush 啊 ，and then normally cleaner 嚟到 normally 是喺抓規嚟經嘅了水嘅，是咯，淡淡嘅哦。落擺呢，幾經。不只隻草加，哎喲，見咯。早起是前期呢，แล้วรู้จักlike 10點啊，可能就 start 垃圾咩？就是 start 臭味啊喂。冇啦，淋水落去幫助嘅先，都食啦了。我人嘅一年洗落擺呢，伊無特大一洗嘅，黏嘅頭殼黏嘅，行搭啲嘅頭殼黏嘅，黏嘅，and then 我過去講吼，我有 staff 時吼，下邊佢了講 about 佢哋本人家人嘛，四老闆嘛，所以查某佢是中學啦，and then 查某來經啊，and 講伊佢哋四老闆會熟佢哋查某嘅回放佢哋 sanitary pad 咋，and then 佢了下淡滴落去啫。加了當即個快樂樣，所以先拄着伊喙吼。伊未透開，你 sanitary pad，伊會係淡滴落去。你加了300單，加了滿，加了淡滴哦。你班嚟無淡滴哦，先生咩？無淡滴。咦，搞個理啊！แล้วกูวันจริง佢是做人驚嘅，你規個數嘅了啊！你見啱唔介意就已經好笑。對啦，我是講你講 if let's say 伊就已經 at least 啦，是前期嚟講，甲無呢這幾個數我講到。呀，我無咪講用你有當嘅在嘅，我阿格啦，一年我 maybe 用1刀2刀呢，我無咪講啉水嘅，我驚我啉水我就要去幫助呀。安尼你無法嘛要去咯對。但是講你無辦法時，你就要去咯。但你知啦，馬來西亞你做你流汗，你汗流嘅了去，你知？對。แล้ววันที่我無個，古早嘅時候我無個 school 嘅時候 ，not only 伊個 toilet 我無個伊個 discipline， 我覺得伊個 discipline 是真奇怪。I mean 我撞嚟嘅時候，我覺得 discipline 嗬 ，I mean 你頭毛別使跪安怎還是安怎，我覺得是真正 restrictive。對，我對嘛是鳥類背啊，我人嘅鳥類骨、鳥類背、鳥類頭毛、鳥類 sleep， 對我嚟講，我人講了，你看起來講了人是想嘅 ，especially 那是你白白關啊、白白嘅 ，because 你 hairstyle 講了是差不多像嘅。所以我感覺無係咪individuality， 我感覺真無咪好啦，安尼款嘅maybe 是古早時間。traditional 啦，感覺講是 discipline 是好嘅，我感覺講我常感覺講 actually 是無咪好啦。because 你 if let's say 你嗰粒物件做上嘅嚟講，你別再講你家己好嘅是蝦米物件，無好嘅是蝦米物件，แล้ว你家會發現你家己自家阿擺自家做嘅物件是蝦米冇？我是แล้ว我諗馬來西亞價錢，我們無唔止 appearance 啊，連 behavior 們無 encourage individual expression。對，我講福建話，然後伊無是教人去做無相嘅物件咯，教人哋做相。係咯，古早我是講你講
actually 嗬，if let's say 有環境嚟講，because 我是去 science stream 嘅，but then 唔知做咩事，我是冇咩事㗎，像 chemistry、physics 嗰啲物件，我搞到真係物件要背，真係物件要背，and then 要明白。然後陣時嘅時，我個冇教了講有家己去用家己時間去明白呢個物件，所以嗰啦真係物件是 just 背呢，所以我冇明白呢物件，所以我嘅 result 都冇講真好。especially 我是additional math 我係本真冇好。我感覺有時先生們冇教只有線咯，因佢哋掂佢哋 material 都咁講，你哋背個時啊。對，所以我教了哎呀 ，because 嗰陣時是聽就是咪顧咗嘛是讀art stream 啊，然後特別伊嘅 reputation 可是哎呀被讀車人家去過去讀時，做成教你講是 drop out 你家過去。冇應該你看嘅嘛，應該對唔對？冇應該是安尼。冇應該是安尼款，but then 伊嘅 reputation 就是安尼款，所以 that's why 嗰陣時我呢是撞領呀嗬，應該是撞領是安尼款笑嘅。冇特你會唔會是安尼？是咩？特別有人有，嗰啲有人愛經 business 嘅嘛 ，because business 安尼濟工做本。真落腳呢，去 art stream 是會讀車。伊人個咧係 push 到去 science stream 嘅，if 你如果你巴杜蘭 science 出來會有落濟工通做。特別講嘅。Because 你在做數，伊人講 move from science 去 art 啦，art 你別去 science 嘅，OK？對。到 uni 時安尼款 ，if let's say 你讀了過後嗬，你 science 嗬，你使要跳過去 art 甲用。But the thing is，我是感覺伊人無 encourage 人對人嘅興趣咗 ，because 有啲人愛去 trade school 啊，成日巴杜蘭江 trade school and all that。對我嚟講，若是講你興趣是做 mechanic 啦，是 woodworking 啊，還是 bronze 啦 ，metal work 啊 ，you shouldn't like discourage 這種囡仔啊。去做 trade school because you will be so far more ahead. Trade 係好啊，不如 recession 嘅時 economy 唔好嘅時 trade 嗰時有工做。That's what, yeah. So 你若是講你其實講你是一個 mechanic，but 你講搞 mechanic， 你會 you know repair 講款，你會 maybe even develop machine， 你會 woodworking metal 物件了。But 我是感覺 like 我唔知當點啦，我年代啦 ，it's almost like你即係講你去 trade school 呢，人就想講你大咗是看未起咯嚇。看未起啦，做咩事你特別去 trade school？But 我嚟這邊時，我感覺哇，原來 trade school 嘅人，有啲人出來啊 ，they are so creative，你就伊人會做真濟物件。They are no less than an engineer, quite frankly, because 伊看啊是真 artistic 嘅物件，伊人會 develop 真濟物件。都參加這類本。唔是講隔了人有一個 talent 嘅，就係。But 讓 Malaysia 冇 encourage 安尼款物件。Because 啦，我感覺到 Malaysia 較濟是 encourage 人 academically excel in 讀冊。伊樣成績特別好 ，because 咱規個考冊 system 就是靠讀冊，甲會考冊唔讀冊呢，考冊嚟 excel 嘅嘛。So that's why 伊 system 是 based on 你按照是 perform 要談幾粒 A， 是唔是人每你看你搞唔搞，是每你談幾粒 A？ 係啊，我先至想啦，若是講你是一個 athlete 啦，你會做只出頭嘅 coach 還是蝦米？假是你會做 metal work，你是 the cream of the crop，cream of the crop，啲你會 feel。特別若是講你會去讀冊，若是講你無興趣，你無搞，你出來你是平常呢。On the other hand， if 你嘅興趣是迄邊啊，你會真出頭。成個大馬人講話嘅 education 啦，係冇上嘅 education 嘅 focus 就是。Yeah。特別冇插你，我唔知人講緊得拉個到嚟去啊。特別你冇插安怎嚇？你想起你怪無怪歹無歹，你是有時在爽嘅 moment 到底我等你。April Fool 是要夾咗先生啊啦，我哋雙妹啦。April Fool 要夾咗先生啊。冇，唔是 April Fool 嘅事，破湯嘅事。係㗎，是咪？但係點樣夾咗先生？我就怪 OK， 我是先生 pet 嚟，所以我冇夾咗先生。特別我知人我係紅油到啲都夠煙嘅咯，我先生借咗佢去亂。我是
我那是加 minor 诶，做先生 ，because 我是form 4 form 5是喺點先啦，嗰時是第2樓咧嘛，actually 是 form 3 form 4 form 5，我那是七幾班嘅，then 有 corridor 嘛，第2樓嘛，咁我一個先生嗬 ，Mr. Jam 啦，伊教我啦 advance 嘛，伊行落咧就suka lean on the wall，it's so like 做鬼行落去呢，伊辛苦還是手？辛苦。伊卡穿。OK。卡穿，伊只 suka lean on the corridor 咧行，做慢慢拉鬼啊，喺度打到喺呢度，所以打到穿惡褲啊嘛，所以我諗喺corridor 係 chop，喺 corridor 係壁是 light beige 嘛，我諗係捉叉個鬼嚟捉，一拉個鬼嚟夾住嚟班嚟啊，搞潮咗，把冇咩話啦。แล้วก่อนจอกไอ้มันสิเสียงต่อไอ้ไพซี่ล่ะ I mean ไพตัวไอ้ glass ไพซี่อย่างอะไรจอกเขาแล้วเสียงถัดตี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ตีเจ้าเก่าอีหลาบินสินแสเก่าอีหลาบินแล้วนี่เจสิอันนั้นตัวเดี่ยวขอ安怎啊？because เก่าอีหอสิอูเสียอูคังในม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อีเสียตีนเนี่ยอีสิ冇唔是，伊 plastic 嘅椅，然後要有坑嘅。哦，所以你食伊就啲坑嘅拖起來淡薄。伊食喺你捉到那邊，我拖起來淡薄。伊舊嘢配坑，伊塌，你就會 shave 啦，就會 shave 啊，薄係個食。係啦，when teacher 冇，when 伊人先生冇咪注意嘅事，就0 kilo，伊人 if 你冇着嘅事。我อันนี้款只有像是我聽過，แล้วปริกลาส好像是做過，อันนี้款唔記得就看到嗬，แล้ว像是幾班嗬，就打過成幾啊？哦，有人有對先生嘅教椅哦。哎呦，冇。阿妹班嘅我。哎呦。阿妹班嘅。顧開架先生教椅字，借到幾骨多啊？哇解啊你。哎呦。我當時唔解，我當時看，我有一個先生咧，伊是規隻用 tissue paper 嘅啦。所以伊係伊 tissue paper 伊寫啲內邊衫，所以伊前期嘅係一邊，然後用過咧係另外一邊，另外一邊因為舊啊，你看啊，伊隻來嘅時啊，伊嘅領啊唔知係一邊嘅大，at the end because I think maybe 有淡薄迄個，啊咩啊前期撇啦，啊 OK， 動作了啊，伊就切伊手咧，OK 嚇。啲切伊邊啦，切伊手嘅，所以我俾我講，你注意啊，伊隻來時啊，伊唔知多一邊較大粒嘅，另外一邊較大粒，我鬼記到。就是 because 有一個 teacher 好真驚應該我係使講嘢 because 伊話咯應該是冇啲啦。點解嚟吹咯？Oh my god！唔敢講，直頭唔敢講。即係好似有一個 rule 嘅，就是嗬，特人唔使驚鬼後尾。哦，一直接嚟呢嗬，一直接嚟，頭一直接嚟 class 呢嗬，一度講，sini，I mean 一個係 history 對，一個係 history，and then 一講嗬sejarah 對，一講後尾嗬，一記後尾咯，講 sini no entry，就講，就是別再學人鬼後尾。你鬼驚人做嘢嘅時候 maybe 係幾後尾 sini no entry 就講情況。即係中澳啊？中澳啊？哦，你唔知你是中領嘛？嚇，特別我年代唔使呢個，喂，係點解就使冇？話你使講啲名係叫笨本。哦，笨本。哦，查甫嚟啦，查甫嚟，對，一直講，一直好笑啦。I mean like it quite strict, but then it's quite好嘅，sejarah teacher 啦。我係定咗就惡嘅sejarah teacher叫做林海海，我唔記得聽過，我係叫我直接攞係叫咗，把你我係 junior 攞係叫。我聽過，我聽過。林海海以前就派嗰隻鏡嘅咋，查甫啊，冇教出查甫啊，冇教過是潮鬼呢，鏡咧一見落去咧，你查某咧，一見落咧。你睇上下你阿咩啊？上下你Incredibles 是你做你穿嘅 fashion 你記得叫咩啊？伊頭毛咧吸嘅啊 ，Enamel
end up mode 係係 end up mode 咧，少少隻嘅啊，好，那嘅，所以啊，伊隻牌特別好啊，伊惡咯，伊sejarah，伊是查sejarah kan Malay kawan BM 參sejarah咧，直接驗掉出來，伊驗掉出來啊，咪是講直接來看驗掉出來，伊就企起來。每去換一切都去 office 咯，即係行去 office 時，我朋友耶拍手呢，就行對嚟，小巴，怎麼阿爸？有係朋友嘅車，加伊車包掂出去班呢個狗，哇！我搞笑。哇！今日人見你唔係係咁講 ，you know 是只，我驚咯，我嗰條去。你對往時 assignment 呢叫人話咩 sejarah 咩物件，特別我真係 suka 啦 ，because 我真係 suka 測色啊活動呢，所以話伊 sejarah 時我往時測伊，你即係 usually 是 map 了你測伊咩 zone 然後看嘛成日 fill in 呢卡咯，特別我是測伊嘅 Malaysia 什麼難種嗬。伊邊啊個了，我查伊色是較重了，慢慢淺嘅，你 graded 住，所以你看就圖嘅。你即係是家己測色呢？你測色我咪是家己做。你伊你俾 zone 或 zone 嘅時候，我冇成 shade，伊成淡薄有較 dimension 咯。你真係解喎，一個咧就哇真啲啊你！你我個畫面我記，你見人話你十八單嘅時候，你就俾隻點咧隻 S， 咧隻點咧隻 S， 我唔知你叫啫。然後話 geography， 十八單是 border 啊，冇晒上地 border， 然後你話呢條 dot S dot S 呢？然後我嗰時我查了，我叫 fountain pen 嚟畫嘢咧 dot S dot 就哇真啲，你知道嘅事。而家學佢班人話頂啊你，所以我是真正白。伊唔是講成日教你好，教你講話無話伊個學攞特別歹掉是 ，Oh my God， 驚個話係卡準。我係叫，你人嘅視站，我嘅視站是我諗是叫 civic 嘛，一格你按做人嘅嘛，我個別係咩啊？我哋咪講，我過記個，我係一個先生，伊是個另外啦，所以伊嘛講那是你捡到人嘅荷包，你特別夾去迄個 police station， 係嘅嚇，或定期啊，我咪講咯對，我有仔教我講咩？那是講你揣到30塊啲頭殼啦。What would you do? So kalau kau take it to the police station, kau bodoh. That's what the book teaches you. But mesti you muscle your own pocket. You take it to the police station put it in his pocket. You take it. I remember what is this? This is civic, but the teacher kau bodoh. Masuk pocket. 特別 maybe 細個你講，你買咗 pocket， 會記到這30塊，你去幫助人 help 人 donate 嚇 ，maybe 人哋可能佢 stretch 啊。Saya series pendidikan moral ni. Tio. Kasih cerita pendidikan moral tio. Tinggi ni pendidikan moral ayo. Mana我們想緊。那是一出嚟 test 時 we don't know what the answer should be. 哇！我搞到真冇想，應該是我古早睇本地嘅 moral 嗬，真係教人睇應該是冇咩想，是個老尾嗬，是 just 背你來呢個背嘅 definition。嘅冇意思。想啊，本地嘅 moral 個咧agak siang 嘅咋。That's why 我是講應該咧 confusing 嘅。你it 變咗咧 academically focus 咯，唔是成個講就會好多 understand 你 morality 啊，是你 moral， 係咪 consider value 係咪啊？你冇去 understand 嘅話呢，你就背起來會寫出來就到冇插入 immoral 嘛是唔要緊。佢走我睇個藝術嘅了想嘅就佢走睇個 SPM 嘅時，我嘅了寫擺下啲就掉。我過去講伊有一個 section 嗬，就是伊學你一個 situation，然後你都係寫伊你來過了下面一個人 display 下面你來有，然後你個邊你 display 下面你來都會特別學伊嘅 definition 下面伊嘅你來 definition，and then 個邊 apply to 伊嘅 situation，解釋講做咩事伊 display 嚟你來，and then 我搞到有陣時我寫你來，然後就是講錯，一完全冇 display 嚟你來，我覺得誒，咱
安怎去？啊，佢成話就是無明明白，特別啊，就是我過嚟過寫拜下嚟啲就對啊嘛。搞了拜下啲就對啦，好。搞了拜下對啊。我唔捌喎，我上個是唔捌有讀你來呢可能，I think 是 before，我睇是公民嘅。你來是啊，你 value 啦，是叫value，啊，你講嘅是nilai murni，哈，對，啊，nilai murni，對。拜hati咯。佢早咧，那麼你講老師 AA 就學嘅啊，我感覺就嗰了老師 AA 都本是只學嘅本嚟哦。因為 defense 加打波動作，依家仲領就係加打波，等個了大你學生個了可能大隻過伊咗，人咗無歹，人咗會 survive。對咯。是啊，佢早咧學堂嘛是一個老師 AA 就學嘅嘛，伊是教 Chinese 嘅。係了伊唔是教我班嘅，是教隔壁班嘅啦。係了我啦有時去隔壁班做 activities 嘅嘛，班學了嘛，伊就寫伊喺班那邊寫在錄要點，然後我就叫你 duster 去切那邊錄3點㗎。等陣，等我 explain 下你表達的來自人，錄伊是蝦米加入蝦米？在錄要點是 summary 啦。蝦米在錄 main point 在錄要點，所以等人字，伊寫 Chinese 等人嘅 character 啦，寫到第二班嘅。了，你就去切伊 stroke，是等有啲 stroke 你該切。錄3點。錄3點嘅意思是講，你可能看錄3點就是咪落入零頭嘅第一點下。對。OK。你就可以看到伊鬼，伊都好鬼可以看到。哈。你拍死啊！你就叫我就去你 teacher room 入邊去罵我，伊無拍我啦，伊講你做咩你咁做啊？你知你是還是我是做班長嘅嘛？講你是班長，你點做？我本人拍咗，我嗰陣第一件係咪 Pendidikan Moral 啦 ，Mathematics 啊 ，Chinese 啊，我 add math 我第一件嘅嘛，係了，我 Form 3時我是做班長嘅嘛，班長嘅係你 task 就是人做咗功課，你教人燒尺嘛。係啦，我冇做咋，冇做功課咋 ，mathematics 啊，所以我點名嘅時，我點我唔有本，我本做了。你自己點自己啦。我幾年冇做 mathematics 嘅老師冇感覺到，我冇數啊。這是你 inside job 咯，你咪去，你咪做嘅時，你咁樣去 check 人做，你自己慢慢做咯，自己點呢？如果幾年冇數。你到 Malaysia 嘅時啊，你特別教你先生好咗，阿妹教你吹數，所以我嗰日叫我 Form 3時啊，你做你係咪？你 SRP 過啊時慢慢讀冊咯，嘛自己直幫頂咯。我試下你批咯，叫我抹簽呀啦，唔敢叫我爹簽啦。所以特日啦，伊批是上嘅咗。所以我係 home room teacher，伊嘛係叫我做 report card 咯 ，because 伊笨蛋嘛，伊叫我做 report card。伊佢問我講，你拜三ada sakit 㗎？我講mengapa？伊講。伊講 because 我剛好你做，我講 OK 啦，拜三我冇sakit，講 betul 㗎。伊成梅病㗎你啊？拜三我冇sakit，伊講 OK 啦。because 伊本真係 because 特你 every week 啊，你行去嚟批，我過記過咗。你有陣時你知我自己講嘛？你過甲朋友啊，你本拜三，你阿不然過白白去看戲啊，過去食嘢，我哋物件啦。แล้ว because 我朋友ทั้งสี่冇上班嘅嘛 ，A 班啦、B 班啦、咩班噶啦冇上，所以佢白白 coordinate 咗，你佢講拜三打sakit啦，每都病看，個人哋要需要你嘅時，你拜三問破病。你叫我做工，拜三冇 sakit， 你做 report 㗎，你做 report 㗎，我做 report 㗎，寫便了，咁樣可以簽。特別有嚟鬼就嘅幫助的咯。講物件比方咱看大咯，時候就你學等物件處理。我講你告訴我，咁是 teacher 即係起笑嘅，I mean teacher 快起笑，I mean 快惡嘅啦。特別你被改好啊，咧就冇意思啦。and then 伊是教下你做茶工嘅，在咁生意。什麼tukang seni 啊？seni kayu。唔是，
啥hidup 係咪物件？哦，kemahiran Kemahiran hidup. kemahiran hidup。呀，對，對對，了，嘛是有一個 project 咯，做迄個phone holder 啦，啥係一個做隻茶啦 whatever 啦，and then so 有一擺時候，我是聽我的 friend 講嘅，我忘是上 teacher 啦，伊甲我的班甲我的 friend 的班，so 伊嘅有一個另外一個 friend 吼，就是佢無小心吼，I mean 伊用迄個machine 吼去轉空嘅時候，伊無小心，伊無驗溫你知哦，so 伊嘅茶吼對了咧 machine，砰砰，對了砰了，這樣危險咯，對。你可以寫出來嘛？對，安尼你 teacher 就起哄，because 你 teacher 講是本地就假如講發生咩事嘅時，一頭伊 electricity 就就冚，然後發生伊加浪嘅咧，keselamatan嘅咧，對，keselamatan 就被加嘛，伊冇加，然後是發生嗰啲事時，就咪咁樣去冚 electricity 嘛，你未去冚，所以啲砰掉，然後 teacher 佢又冚 electricity 啊，而伊嘅茶號本地好。咁 actually 是做好事啦，是 just 被轉坑咧，and then actually 做咁樣本 OK 咧。你係就用嗰個hammer 嗬，伊個hammer 伊成用夾安尼款嘅 hammer，然後就去拍伊個物件拍個歹去，然後就可以抗混。我1 gram 去活去吹，1 gram 去活伊個物件活去吹啦，佢就可以抗混。Actually 條本人嚟講 ，because 伊 safety fail 嚟講，咁樣 fail 啦 ，baby。對，แล้ว有一擺，and then 有一擺教王嘅時候 ，because 唔知講咩一個 story，try to be funny 啦，伊講一個joke，但係 actually 無好笑，然後無人笑。對，然後無人笑，你知哦，然後無人笑，一度起哄咯，一度 because 一度cancel 人講咩啊？cancel เป็นขี้ห้องอะไรเนี่ย鬧笑成怒แล้วก็ตัวที่เป็นขี้มังจัง咯ตัวโชว์วังก้องจะไปสู่รังโบเชียวอันนี้ตัวแม่เขาแม่ก็เอาจิกุยสิจะ好笑สิแล้ว我就嚟邊啊 friend 好多笑咯แล้ว佢喺度叫佢講你為什麼笑一度冇笑做咩事冇講做咩事都笑講我頭先講嘅事都冇笑都話都過嚟笑delay effect 對 delay effect แล้ว就我講你把你搞笑and then แล้ว佢話 friend 嘛是哈哈你講對啊對就企起來反正就叫佢企起來佢又叫佢笑แล้ว佢又好就隻成地咯แล้ว佢又擼เก้าอี้嗬一隻เก้าอี้嗬แล้วตัว是擼隻大啦แล้ว佢又去浪邊แล้ว佢又講佢又講這是咩เก้าอี้我買隻你搞個好嘅เก้าอี้好隻อันนี้關都就以前起笑就有，แล้ว佢他就是嗰時老尾一個課，所以一直好往 detention 嗰個 detention 放在只 2 hours 啊。哦哇！哇，搞笑啊！搞到，即係有隻 teacher，特別我們搞到快一成二個人 ，maybe 是出來 maybe 我們每天。好啦，少，人確實在是成個樣是。無人國口嘅 live 呢 ，maybe 個叫咩數啊？嗬，起航啊，上面本間啦。好笑。OK， 即是我人，誒，講起上起本就係物件，諗起講起即係誒，我等我 relate 到啲讀冊時嘅經驗啦。咁我一人就一定係講這 episode 啦咯。我個只物件冇講過。八一抓，這個嚟講，當然我再個看到對。佢無講你先生迄個相機。相機應該講我生嚇，我內相機我等。我未記得我人講一相機行起來，一啲佢哋頭頂嘅班嘅人，佢了相機來了，佢了去看了知。哦，係你是特別是你是你相機伊拎隻擺，相機我先生，伊夾是隻特別。伊特日情無相生，所以我唔捌看過啊！伊教我呢一年啊，一定我 form 1去哦 ，remove form 1甲去教我 form 3呢一年，我唔捌看過伊 repeat 3個月，所以伊特日來查某，只水，了伊只水啦，了還你知哦，真係，我應該是知，夾呢，了伊忘記相機咯，特別較早時個一另外一隻相機較老。唔是這個少年的相機，
上機攞呢個重點。我本是上機呢，個我自己咪做朋友上機 ，because 伊真水，所以咧你就水，你化妝真重嚇，伊 make up 個了啊，頭毛只水，穿衫特別水咧，關地嘢，可能特熱穿水。大波我等嘅嘛。大波等派死佢上機喎。係咯，其實我咪是學老師有一個畫面啊。對，嚟，講我就是要問，嚟講嚟先生畫面，一人啊 ，OK，我下來你講一個啦，自己接一個 ，OK。有一個是個迄個 science lab 嘅查某，我叫伊網友嘅，因為伊噴香水吼，煩惱啦，伊噴了你香水吼，伊行過咁，嚇，像網友嘅名叫網友，嗰一間是Mr Bean，伊是查某煩惱老師啊，特別伊面真正像 Mr Bean 嘅，真係爆頭 Mr Bean 嘅。我叫 Mr Bean 一到時伊，我人伊過年我就 Mr Bean，伊早晚叫 Mr Bean，伊就來咩我人。我人阿有香水，特別叫做香水魚。香水魚是伊阿未來 class， 你成避掉伊愛個來。我伊行過時你避掉啊。你免驚，你一未來教時，你應該避 downdraft， 你避掉伊避啊，來香水魚來啊。before 一教你對成避掉伊成嘅。忘記咯，把ninja turtle 咯，ninja turtle 本是名做管冰雨，特別忘記冰雨館。冰雨館意思我見，但是你未曉就是。我未講你冰雨館。你講我想我對啷講。我未記啊。冰雨館講冰雨。我想是應該冇。學你知。學你知我未講叫 geography 嘅。伊是Holy Jean 嘅名啊，對，Holy Jean 我叫 Holy Jean。我只叫 Noraini， 只所有朋友叫伊 Shuttercock。Because 伊是 OK， 伊環那爆頭嘛，所以後面整個成 Shuttercock 啦。然後伊有一幫嘅是伊不一樣，有線，哦線，有線有鏡，所以三朋友安尼款嘅就較大粒嘅嘛，所以佢哋識朋友一爆頭，佢哋識個安尼款，我明白，我了解。我有一個是382，係咩數？Because 伊穿衫只冧耐，and then 伊行出嚟得可就係坤嘅攞呢款嘅。別人攏講實際畫面了 ，shout out。八爪魚 ，octopus 啊不，即係八爪魚是杜波水。因為伊名陳爪魚啊，叫八爪魚，因為無因為做咩啫？伊小個行電腦吼，伊行路是行電腦吼，伊看到囡仔你啊，嗰時啊，咪伊就叫嚟數啊嘛，伊數啊就八爪魚你講咯。啊，嗰隻叫是只學老師名叫咩名？陳寶霞，特別我叫伊陳寶霞。霞姐。對。我會記過，唔知是 Form 3哦，有一個先生是打波嚟，伊真夾，伊行路真快，所以我諗叫 Fifth of Beethoven，所以伊只來過嘅，我就噔，我計啷個 class 然後來先生 nickname， 我先生 nickname 叫做阿爸。我只前老拍片內那個是 music 嘅嘛。我諗住聽隻咚隻就噔，然後隔壁人就聽了，然後就噔，接落去㗎啦。並都啲位咧，我諗就再講時，一來啊，一叫我嚟講。阿爸啷知哦？阿爸從嚟嘅。阿爸是玩嘅 discipline master 嚟，阿爸。定之玩。你把心情當哦。誒？伊是古早做過，我讀 Apple 班嘅是 Form 1嘅是副校長，所以上加要換去早期班，有做過校長嘛？應該是冇畫面冇畫面，特別一隻嘅，所以隻水，迄時古早有許茹芸嘅唱歌嘅嘛，嚇。然後一隻嘅嘛，一行過嘅時候，邊個唱？愛到極度瘋狂，愛到無法想象。
真衰啊！然後伊無人知是講伊嘛 ，because 伊歌是安尼玩的。我估一個是估一個是，哎呀，死我未講錯啊！一個是叫學抓緊。因為伊家己講嘅，because 伊是 biology。哦，伊家才是講嘅，叫我講嘅話。伊家才是講，你講像家唔知啦，唔知最少伊教到阿咪if let's say 伊成是講像是教到啥reproductive system 嘅事，啊些物件。然後佢又講物件if let's say 人被offend 嘅時。以前我講if let's say 人被offend 嘅時嘛講，就講你去學抓緊，你去學白緊，哇！你先生真笑。大細女，我有隻喂先生叫大細，伊咪招大細女嘛？我是計聽過就最來嚇。唔識先生大細女大媽咪是講啊咯，鳥人咯。個上怎麼上機攞錢咯？上機是迄個Larry 搞個你報告嘅，特別很低嘅，咁樣講。你係你上機，我想是有啥，我會記嘅呢。伊來嗰陣，伊來我人嘅 anniversary， 我嘅唔知是15年嘅 anniversary 啊，那2018是2017是我15條15年嘅我嘅。你叫咩 reunion 啊？我請來就阿伯來，上機來官兵英文來就哇你忘記到底我總領好咗。你我去問上機，我問下老師，你知你話名聽到嘅事？一知哦。伊講唔知啦，我講假死，你知，然後一笑。其實你會記住叫 Vivian 冇唔記，唔知。是唔是聰明嘅學生梗係學先生話名呢嚇？冇可能啊！係啦。佢一個是我叫伊做巴士。係咪？做巴士。行山。冇，唔是。because 伊哋講就 before SPM 嘅時候哋講，人去伊度解釋，伊是教 admit 嘅，and then 伊度解釋咯，然後佢又解釋了後講，人去做巴士就對啊。巴士做巴士 result 啊。對，然後我哋人講做巴士，你變咗做巴士去。對。來，夠做我九三字，你先生嘅畫面好笑嘅，笑到嘅。有啊。I think 啷個冇咧拍都冇先生畫面。這條唔是。Sorry，我嘅班是嗰了，表示我人是讀環啊，我等了我班呢嗰了是等人來，所以我人讀過嚟先生可以畫面。來講者好笑嘅講者。像伊有一間個 IMAX 嘅，我唔知係咪數伊環啊，伊讀過 pronounce 3 3x 伊 pronounce 30x。所以我諗名伊30先生啦，30。我佢驚你講你個。我想到一個是我未記完全未記上，因為無教我。然後伊是我唔知講 ，because start 嘅時嘛是第一禮拜時就是去找朋友，別禮拜講你這裡個學專家，蝦米先生教。對不對 ？because 先嚟先生嘛。然後時擺我唔知每個朋友講哇佢你唔知實質上面學 Farage 㗎Farage。就是咩 Farage 講你講我是畫名㗎，寫是畫名，特別咗叫做 Farage， 我是 because 佢變焦，然後變一倍咧女嘅呢框咧。flabby 啊，flabby 呢？整個 Farage 呢樣叫 Farage。整個 Farage 係咪我冇明白喎 ？Farage 你唔知 Farage 係咩意思咩？唔知喎。嚇 ？Farage 唔知人講啊，風嘅意思。風嘅意思。哦，係咪風啊？
阿崩，我唔知哦，哎呦，阿咪你冇那 calling paras 唔知咩意思？唔知喎，我唔知喎，because paras is actually quite proper 誒。哦，terminology 啊，應該是啦，是唔是？maybe 我冇讀 bio 嘅時候，冇，阿咪我冇讀 science stream 嘅時。哦，你是講Malay字，意思馬來文嚟嚇？哦，Malay 啊，我唔知，喲，我冇記即即米格登只是。Anyway， 教授住嚟個最先生係何名啫？是啊，我紅香，你可能叫我笑。哎呀，聽到我是แล้ว嚇，我只 can 是教我 Max 嘅，係印度人嚟。แล้ว我嘅學語名不是一貫散散，我叫伊，我正講我叫伊黑雞，伊哦成個雞咧。我記啊，唔知啊，我記我是細妹有人叫我記。OK，然後我兩個唔知，伊有聽講好話，你知啊？然後我一時呢我朋友度講，because 伊拄好出來 from 佢哋office 嘛，先生 office 啊，แล้ว伊就行出來啦，แล้ว拄好我讀一啲，我 science stream 嘛，我了我嘅lab 嘅 class 時，我要對班嘛，แล้ว我見嘅朋友讀office，because 伊先生 office 是2樓，我是讀1樓嘛。所以我係朋友講，佢哋OK啊，伊讀時講 OK，叫人對 class 啊，人買係咪啊？然後拄好你成出來，我都知，出來啊，是規班嘅人啊，伊只起哄啊，你先生，然後伊就叫佢哋 group discipline 嚟，然後伊上班伊即個先生咧，伊真嘅暑假demerit 學生嘅講下。你講唔對邊個都冇做嚇，一直頭扣嘅款，一直頭扣你款，一直頭幾下邊下嚟冊嚟，有一本冊嘛，一大 class 位，有時學生做下面排嘅物件時，一直頭寫，然後一真嘅暑假寫demerit，特別咧，伊是講我就係寫爽嘅，即係先生，然後有我上嘅時候就一個咧是更加出名嘅，我班。是我人順格羅斯都知係咪說，我有兩間我 classmate 唔知係咪屬於幫我啊，因為對錯，然後伊唔知係咪屬紅響一大，我班入邊咧，伊順格羅斯就一行下嚟教伊教了啊，伊安尼款伊讀起來，伊順格羅斯去個得關嘅位去個下嚟，去個厝頂裡面，去厝頂下邊下，然後唔知係咪屬學group discipline 行過，就看到都知啊，แล้ว特別就無人了，แล้ว如果睇嚟是拜個嘛 ，and then 拜一嘅時就掉啊，啲拜一就大咧，拜一有本來嘛 assembly 嘅時，就 group discipline 就講啊，แล้ว我規班咯，人就留落嚟，到喺咧草坡邊，呢度假時話人啊。就拍隻假事啊！講係咪數人愛 admit 咯，到底是最做嘅講我冇人接錢啊！冇人接，不過 actually 是破關方數嘛，不過嗰陣時幫我對，特別一類學生我攞攞 cat 啦，唔知係咪數按你影去做，然後我就只出名。那你現在咪就是順格羅斯呀？唔是我嚟班，你班順格羅斯啊，我嚟班對班，畫面就是順格羅斯。我人嗰啲等人嘛，只拄到嗬，你可能學等嗬，你拄到一班是嗰啲等人。我睇嚟是我 majority 是等人成濟啦，我讀到係嚟學等。我好像你講順格羅斯時，我好像想到一項物件，講嗰隻就耍去攞點整嘅。哇！咱就即是落了啊，佢就去講，唔講佢就等。我想到嘅就是，我唔知啷講到，但我走去講吧，就係哎呀，你叫做咩啊？成日講一年一個燈一刀，你特別有四頭開，你叫做咩？是啊咩 ？Spring cleaning。spring cleaning 大掃除啊！大掃除對，大掃除。當然。打掃除，我說啷個咧特別規班個咧特別去寫往嘅紅線特別，你講就算格羅斯時候，我就想到往到頂塔教椅，แล้ว徛起教椅對面切紅線嘅咋？對。真係我等過來有嗬。
I think 有咯，等下等嗰時，because 我反正就是 prisoner 咧，我 number 咧就叫我做工咯。I mean 不是拜 lucky 嘅時，有時特別拜 lucky 嘅嗬。拜 luck 嘅時得時處掉拜 luck 嘅時。哇！你爽我啦，沙你就留咗咯。係最實快呢？嚇！就你做了就好，做了就實得。你做這項物件呢，差不多個了。你 because 規 class 啦合作掉做嘛，夾物件出來，開始往度俾寫完頭卡咗。也最強嘅頭卡，也甚至睇最強頭卡，比出嚟嘅你骨掃去追出去嘅看咗，而家即係清洗一道嘅就。但係啷個就消費哦，消冇講咗，消費講未了啦。知道。消費就是 school 嘅 emblem 程度啲你 pocket 嘅，而且有人是邊，有人是邊嘅貼嘅你邊，你貼邊呢有你就嚟嗬。伊撞領嘅，你睇撞領嘅證，一底下邊有一隻 banner 呢，尖來嘅，你靠掉。我人係薄嘅，我特別車到你。嚇，對，我人唔是薄嘅，我人是 iron on 嘅。對。iron on 了有 number 嘅 ，OK， 我 unique 嘅 number。我會記我 number 個。嚇，你會記啥物？你 number 啥物？少我點我。187。A187。A0187。A0187。A0187。攞會記啷撞領起來，撞領你幾號？頭先嗰隻number A alphabet。103。豬冇我白啊！我只聽 number 咧寫就是開始冇我白啦。B1003，然後人冇叫你 condom 喎，你有畫面？有啦，你寫003把你講出嚟嘛？咁了你等見到是條003，但都是條叫嘅 Trojan 啊，係咪叫003 B1003 啊，然後把你撞你係先。頭字嚟咗。哦，你是頭字003係啊？你冇。頭字003。你是 original 003，你冇你 B003冇呀？冇啊。哦 ，maybe 要001呢？冇，你塞003點先啊？未出003個，但係邊003即係003未出個，所以你003是頭一郎啊？係แล้ว為人較好嘛，叫我 Mr 呢咯。哦 ，Mr。ripped with pleasure， 你講別人啊，即嚟啊，即係總督嘅總領嘅是啊，學幾件嘅的確外面是就總領嘛。我未記啊，我可能會記是 C， 唔知咩鬼。我是教 C 8個。你係咪 B 啊？應該是 B， B。我是607。你當然講話馬來西亞 number 啊，我咪是607嘅。係咪什麼 ？B 607 B 607。alphabet 係咩 ？B boy B 607。哦，原來是 C 嘅啫。你看你無上 generation 你看小 O 咧變化小 O 冇白你叫變化小 O number。9523。9523，哇 C 嘅呢？誒，9523，唔是呢咩？我人嘅頭前攞嘅 number 嚇，是我人嘅年嘅嚇。我係小 O 嘅時，我係8114，但係是81年嘅學生是start with 81嘅，呢個係 number 嘅。啥 number？ 應該是攞住嚟做借咯，我係哦，OK。什麼是出年？然後後尾個加晒 number digit。我係年啊，就是 start A。哦。start A 班你頭20個人，佢冇 A 個。哦，較老較senior就冇 A 個啦。九下呀，and then 唔知第20個人就是 A。0一，安尼看咯 ，start 起咯。個古靈精路頭，我等有 number 呀，還是冇 number 嘅7702。7702，中學是小學。中學冇誒。中學冇 number，OK。誒，咱會記掉啊！我 25th anniversary，唔是，我小學是 20th 小學 anniversary 是我人有買啊，買小會，我過星期學堂啊，叫伊做好我舊 number 啊，伊個做好我啊。然後我馬天好啊，到底我生我請對去小學學堂。
介趣味。本嘢是叫咩硬公字？俾一四倍我唔知怎都俾啦嚇。哎呦，趣味。啊！但我老細我冇講嘅，老細唔係講人哋就冇結線，我講我想到我就冇結線啫。老細告訴，或者講，或者我想到有係講頂到他係是要做物件，咱個先做不出去個，嗰隻做物件我嚟三個，有你嗰隻 scandalous 個物件。哦，個 break up 個 boyfriend 個 girlfriend break up 嘅失戀呢個會叫啊，一個數暗戀啊，冇我啦，暗戀啊，戀嚇，對暗戀個失戀。哦，佢真係攞 pass message 用咗啊，多陣。哦，日赤啊，佢真 SMS 日赤。你叫咩嘢咧？一本你成啲 exercise book 啊，係 message 喺裏面，然後你 pass 過去嘅嗬。啊，對。我人嘅事，你真係興只你無法改嘛？無法改你 plastic 嘅浪嘅無法改啊！以前咱減時啲啊，無法改啊！以前安哥面都落水嘅，你夾到啲你 textbook 位啊，你 pass 過去啊，幾班輪只呢？有皮晒可能嗬？唔是皮晒，一條一條啊，grey colour。皮晒我細路講咪揾皮晒是冇相款，係即是一條 strip one strip 嘅，一絲無花果，呢個嘛，對，拖頭錢嚟。OK，嗰啲時間我講完了，把這個講啊，感謝啷個接來嘅 episode number 2啦。那是嚟講我禮拜我個 confirm 過 by email，個人講直頭 hopefully 會嘅嘢 recording 忙些 March recording subject。我只係講啦，你度寫大用 WhatsApp 啊。我冇應㗎，我阿仔數，所以我真係我 send email 是本正冇事咩事。哎呀！So anyway，但是講嚟講啦，禮拜個落 maybe 一出還是 not 出 ，because 我 Apple 唔嘅，所以我落個早起應該是，但是阿仔好好啦，唔知都看伊情形咁樣。OK，到時間個人講感謝大家，過來教我錄音，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有這邊一定，這邊看定 subscribe 一定就正一下嚇，現在落去就對通知你啊，新 episode 出嚟時，我講你講，你愛訂閱，咩使到這邊一定，感謝啊，下禮拜再見。